欢迎大家再来到咱台语沙龙有讲座吼。今仔日真欢喜会当邀请到这位少年律师吼，因头阁飘片吼，而且伊是迄个台语、客语、英语、日语、华语迄莫讲啊，吼，拢做侪语言的这个能力吼。因为伊自细汉就出世伫一个道语的家庭吼，阿爸是讲台语的，阿母是讲客家的吼，自细汉就是两种语言。安尼，因的兄弟姊妹拢有即个道义的即种能力。即个律师吼，即个律师我进前因为有甲伊请教咨询一寡问题，吼，请教咨询的过程，我就发现讲即个无掠来遮吼，台语沙龙实在是袂使，所以就麻烦伊特别吼对台中来啦吼。伫咧即个当律师要开始讲伊的主题进前，我先宣布两件代志吼。第一项就是咱的台语沙龙有讲座，6月份开始呢，要改换所在，甲台湾教授协会合办，所以就是咱的即个讲座地点会选去即个台湾教授协会，中校新生站遐啦吼，林基街算嘛是离捷运站应该毋免3分钟就到的即个所在。详细状况会搁公布伫咱的杂志甲密册吼，是先甲大家有过一个。第二项代志就是即个，相信有足侪人可能听过啦吼。2020的东京奥运台湾照明公道第2阶段的点数，即摆正咧开始进行。那假使还袂签的吼，欢迎等下即个活动也是休困期间吼来签。若准讲已经签过嘛，欢迎会当摕寡单吼，转去搁甲你的亲戚朋友吼鼓舞者，因为咱呢即个目标是8月底以前吼，会完成40万份啦吼。40万份是较保险，因为有些签的过程吼，可比讲你写即个资料完全袂使有修改。吼，是讲你有啥物字写毋对，啥迄拢袂使，就是讲有可能会有部分会互人拍着转来，所以较保险是设伫咧40万份。其实这是一个无讲介简单达成的目标吼，需要大家来做伙来完成吼。这个主文就是讲，你敢有同意用台湾这个名来申请参加所有的国际运动比赛，甲2020的东京奥运吼。这活动希望大家做伙来甲伊完成，来完成这个目标安尼。好，安尼，咱今仔日要请陈律师来分享的，叫做伫江湖走跳一定爱知法律知识，这是陈律师家己想的主题啦吼。我想讲，我甲陈律师问讲，敢一定要用江湖这个词啦，因为这江湖这个词前一阵嘛吼，新闻可能有较侪讨论吼，当然江湖甲湖道无一定共款啦。毋过，我本来是甲陈律师问讲，敢要换一个词安尼？毋过，陈律师认为就是一定爱，爱有这个，一定爱知法律知识。这足实用啊，伊有咧几大项吼，等下咱听伊即个来分析吼，甲介绍。陈律师虽然讲伊有道理的能力，毋过伊嘛知影讲要用即个。台语来完全全程拢讲法律的代志，有可能嘛是有部分的无一定介顺序的部分，但是伊讲伊要尽量95%以上，要照条做袂使95%。好啦，咱甲时间交互伊，欢迎陈鼎新律师吼。大家安吼，大家大家好，我是陈律师吼。拄则就多谢即个洪辉老师的即个介绍啦，吼，佮有邀请吼。其实姐姐吼，你讲有即个德语的即个能力吼，讲的我毋知要安怎讲吼，因为吼妈妈是客家人，然后当然讲这客语台语是拢会通啦吼，但是人讲即个华语讲样样通样样松吼，所以吼有时阵台语嘛讲了无啥练转啦吼，尤其即个现场足侪先辈吼，拢足厉害。比如讲苦档的吼，即个洪伟老师家吼，佮看着安美哥哥，所以大家人拢是伫台语加台语界台文科较足厉害先辈啦吼。因为法律即个物件本身就是较困难的物件嘛吼。今仔我甲用台语来讲吼，佮较困难吼，所以我当然是尽量啦吼，80%好啊，为80%开始啦吼。
啊，我今仔即个主题是讲伫江湖走跳一定爱知法律知识吼。啊，即个我会当坐咧来讲啦吼。这也是徛咧甲咧，拢会使吼。这我是当初这洪辉老师有问我讲用江湖是看当时学的即个色彩啊。对，啊，我迄时阵无想遮济啦吼，因为做律师其实我嘛是爱熟悉真济学的。我做律师了，就是加足侪学的朋友。安尼我来问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应该知影讲迄个诈欺嘛吼，诈欺即种犯罪一般通常，这嘛算一个法律的一个宣导。宣导吼，法律的一个宣导吼。这个诈欺因会分两种。吼，一个是伫机房内底，机房，啊，一种就是车手去领钱的吼。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伫机房内底吼，因有一个俗称俗称，大家人讲知影是啥？伫机房内底，机房啊，伊诈欺嘛，啊，所以常常是敲电话甲人骗嘛吼。这个是色来的啊。这是我无听过，可能有即种讲法啦。但是我问的是另外一种吼，一般是讲亚电话的，吼亚电话这就是咧甲人骗的，吼，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客户就是亚电话。啊，另外像即种车手吼，因为因是一定即个集团会分做两个部分，较掠无。即马你看有时阵迄个7内底啊，因拢有迄个警察伫遐 ATM 遐在等，就是咧要掠车手，吼。啊，车手即种，就是讲，伊掠着了，因为因会去做一个切割啊，所以因就是掠无顶头的这个人啦吼。啊，这是个题外话啦。啊，反正就是讲，阮做律师的熟悉足侪学道啦吼。好，安尼我今仔吼有4个主题吼，啊，这是我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吼。我即马搁伫这个海洋大学读博士班吼。啊，现主持是即个客委会法规委员会的即个委员，吼，啊，佮有即个诉愿是诉愿委员会的即个委员吼。这简单我的一寡自我介绍吼。来，即只是行鸟啦吼，讲是行鸟，胖达吼，讲胖达嘛会使。我应该有一个习惯啦吼，就是我会准备一寡礼物，吼，所以我今仔有你。啊，我的礼物拢是册，吼，因为我是感觉讲咱拢是知识分子嘛，吼，所以送册应该是上好。所以我买几本册吼，啊，这几本册拢袂版吼，总共有5本吼。啊，所以咱等下做一寡即个有奖征答、有奖品的即个问答吼。这个第一本是即个代教授，叫黄龙坚教授啦，这叫有名，伊嘛是本土派吼，伊出一本册叫即个灵魂吼不归法律管，哦，灵魂不归法律管吼。这一本册就好看。啊，第2本是这个时代力量迄个邱显志，胡显弟，伊新出的这个册是讲我袂放你一个人吼，因为我本身嘛有参加这个司改会，啊司改会就是针对部分啦吼，部分针对这个互人冤枉的，吼去做一个就是去甲因求到底啊，去甲因斗相共。啊，伊这本册就是咧写讲吼，伊咧处理这种有冤枉的这个案件的时阵，哦，一寡伊的经验咯，这嘛是真好看吼。啊，看了以后，可能咱会更较关心咱的这个司法啦，吼，因为咱司法大家人拢知影讲有足侪问题啦。啊，司法的问题其实我是感觉爱全国的国民拢去参与去关心，才会变较好。哦，所以这本册嘛是真好看。啊，过来就是和今仔这个主题较有关系吼，就是讲你一世人一定爱办的一寡法律的这个常识，哦，这嘛是袂歹，拄好和咱今仔主题有关系吼。啊，过来这本是这个王牌律师来讲故事，这毋是我，这另外一个律师写的。
哦，这嘛是讲一寡法律的这个常识，哦，这嘛是袂歹。啊，过来吼，就是最后一本，这本册足新的啦。哦，伊嘛是讲江湖，哦，老师，江湖咧走法律案件啦，吼，一本册啊，所以总共是总共是5本啦。啊，咱等下就是有奖征答安尼吼，啊，大家人就是安尼，我想较袂困去啦，因为毕竟礼物吼。啊，咱即摆先请到第一个问题吼，我放即只胖达吼，毋是乌白放的吼，这咱知影江湖1点悬，后一句是啥？敢有人知？有吗？来举手。哦对，厉害哦！上简单的，这替我送过去。好无啦，好，谢谢啦。啊无，我送你一本册啦。你叫什么大名？哦，这是咱本来基金会内底。伊是恁读册会个。哦。哦，安尼好啊，你要摕一本。互你家己拣。互你家己拣啊！啊无，我这个区县治的送互你好无？哦，这少年的来关心咱的司法的改革，这真重要。来，大家来拍鼓啊！哦，足厉害。啊，我来放这就是讲，今仔家一寡物件，其实伫阮律师来看是算足基本的物件，但是这拢和大人的这个生活是有关系啦吼。所以这有的物件就是一个概念尔吼，你捌的话可能就想足侪代志吼。好。咱第一个吼，要先来讲的就是这个职业灾害，吼啊，进前咱拢一直咧查这个一例一休，是安尼讲啦吼，啊一例一休吼，这议题，啊所以这劳工吼和这个头家，哦因定定都有一寡冲突嘛吼，啊我今仔第一个要讲的就是这个职业灾害部分吼，咱先来看这个案例吼。案例是讲，这个阿虎爸是一个足古意的劳工吼，啊有一日伊下班骑车要转去的时阵吼，互这个红红灯要怎讲啊？弄红灯的这个阿亮啊吼，弄着吼。好，安尼请问吼，请问大人应该拢是劳工吧吼？其实律师嘛是劳工，诶，台湾应该有。七成拢是劳工啦，吼，除了讲这个军公教以外，应该拢算是劳工吼。所以这其实劳工常常发生安尼情形吼，啊，敢有人知影讲这讲算职业灾害？伊伫下班的时阵，互一个弄红灯的阿亮啊弄着伤。这阿亮其实是我一个学道的客户吼。叫阿亮啦，啊足歹的，啊但是吼，我再来讲吼，因歹是歹某歹吼，但是因上法庭的时阵嘛会惊，因做歹代志的时阵是真歹啦吼，但是要互法官来审判的时阵，嘛会讲，哎呀，陈律师啊，这要安怎啊？我想讲，啊无你着认罪啊吼，伊这是算去甲人阿亮啊，我的同事人去甲人这个恐吓取财啦，甲人抢。啊，抢了后，甲摕钱转来。啊，但是因学道拢是安尼，因拢是乌食乌，因为伊抢的迄个人是去共早起，哦，伊早起即个军营3000几万，啊，所以因着其中一个着找我的同事人，伊要去甲伊讨钱嘛。哦，啊，因乌食乌的情形拢安尼啊，因为感觉讲家己做的是足合理的，所以啊，反正拢是乌道嘛。啊，结果迄个乌道就是去报警啦，因为乌道嘛会惊啊，伊就带阮阿亮较歹，带较侪人去，所以就去报警录音安尼，大概是好啦，这和这无关系，重点是我著摕阿亮来名来讲即个案例吼。安尼敢有人知影讲这算一个职业灾害嘛？下班的时阵，有当会感觉是啊。我解说过啊，迄我都我解说过。哦，安尼啊。啊，你安尼讲我后拢毋知要讲啥，你还讲毋知安尼我后壁较有话通讲啦。哦，好啦，古当你做我3区啦。好啦吼，这其实有一个算是有争议啦，有争议啦嘿。但是吼，咱先看一下这个法律的规定吼，啥物是职业灾害吼？伊讲这是一个劳动的场所。内底有
建筑物、机械设备啊、原料啊，吼，安尼的物件吼，啊，因为安尼原因吼，你受到即个你看病啊、吼受伤啦，还是死亡啦，吼，安尼算是咱的职业灾害一个定义啦，吼。啊，所以咱看，若是咱下班的时间发生车祸，佮互人弄吼，安尼敢有算有即个，敢有符合即个定义？看起来是敢若无嘛吼，因为是下班的时间嘛吼。好，咱等下较来说明吼啊，咱先了解讲吼，就算是职业灾害佮安怎啦？敢有人发生过一灾的情形？敢有？拢无哦，也是大家人拢做头家，做头家更较重要吼。因为做头家话吼，其实阮之前办一个案件吼，阮就是头家来这个委任阮事务所。啊，伊的情形是安尼，伊的司机吼，就是伊的员工。啊，有一日透早8点40分上班的时阵，伊就中风，拄啊上班了后，伊就中风。啊，中风了后，伊即马就是拢倒伫眠床嘛吼。啊，伊妈妈就请律师来告迄个头家。啊，就是讲伊中风进前的迄个月完全拢无歇困，加班超过160点钟吧，完全拢无歇困吼。啊，所以进前就一个人讲啥物台湾的劳工拢无过落的吼，这真正是无良心的。迄个就是过了吼，啊，伊就是发生安尼代志。我即摆要讲就是讲徛伫即个头家的立场啦吼。迄件阮后来就是阮是伫头家家嘛吼，啊安尼讲阮做黑心的吼，因为我叫定薪啦吼，本来就是黑心药。今仔应该我爱讲定薪安尼话，安尼较适合啦吼，但是我惊互人骂。无啦，因为吼，每一个人头家有头家的想法咯吼，阮当然是听伊安怎讲嘛。当然我心内是感觉讲这小可无天良嘛吼，但是伊就甲我讲，但是吼，伊家己想要趁迄个加班费啊，伊家己讲要来的吼，这伊头家第一个讲法吼。第二个伊讲，虽然伊是咧，就是用迄种起格机哦，咧送物件吼，但是迄拢是用机械，伊毋免用伊家己的力去搬。伊感觉讲，就算这是。这个高工时就是讲你咧做工课时间真长吼，但是应该袂讲，就是会中风啦，因是安尼，伊头家第二个讲法吼。啊，第三伊就讲啊，阮少年的时阵吼，台湾的这个经济要起飞的时阵吼，伊拢足拼的。啊，伊是啊，头家是安尼甲我讲吼，因为阮是律师，阮就是做认真听嘛，听讲。你若是无听伊讲，有时阵伊讲的嘛是有道理啦，就听看卖。因就讲我迄时阵拢足拼的，啊拼了后，我暗时啊就困啦。吼，所以伊讲不管这人讲惯老板吼，但因的想法是讲，不管你的这个做工课时间偌长，只要你有歇困，可能有8点钟，有够眠的话，你的身体就袂出啥问题啦。因的讲法是安尼啊。所以就讲啊，阮即个员工吼，伊就是下班了后，佮走去倒位佚佗，啥物，伊就讲足济啊，就讲伊本身可能本身的这个就有三高啊，吼，可能有这个血压吧，啥物，本身就有一寡毛病吼，所以伊就是用安尼来抗病就对啊吼，啊结果就输啊，一审的时阵法院就是判阮的这个同事爱赔偿1400万吼，啊。这当然，讲实在吼，这我要讲这个物件，就算咱拢是头家的话，这嘛是爱知，就是讲1400万对这间公司来讲吼，伊赔出去了后，大概就倒啦，嘿。所以不管咱是做劳工还是做头家，吼，职业灾害这个物件拢爱注意，吼。所以讲倒来重点就是讲，若是发生职业灾害时阵，咱看这是讲头家应该爱去做一寡补偿，吼。所以第一个就是这个医疗的费用的补偿嘛，吼，啊工资的补偿，残废补偿、死亡的补偿，大概会有这4项吼。啊，所以就是这个咱若是劳工的话吼，咱嘛会当请求这4项这个补偿。当然要看你的情形是安怎吼。啊，这补偿其实是
拢诚复杂，你爱写一寡文件吼，我遮藏是这个劳工的保险局顶管的这个资料吼，咱若是有发生的话，敲电话帮恁写吼，这是足复杂的物件。啊，但是咱爱先了解讲，是安怎咱咧今仔讨论讲啥物是灾害，就是因为伊法律的规定吼，不管是劳工你有安尼的权利嘛吼，啊你是头家的话，你嘛是爱互你的劳工吼安尼保障就对啊，这拢爱注意吼。所以转来即个拄则阿土白第一个问题就是讲，这较有算职灾啦吼。啊，咱看地方法院吼，大家人知影讲台湾就是一般来讲就是地方吼高等。最高嘛吼三种，古代你官司搁拍到再审啦吼，再审。拄则我刚刚进前啊，古代开讲，伊讲进前一个官司拍到再审啦，所以这应该是足了解。啊，我即摆讲的就是讲，拄则迄个案例话吼，你看吼，咱看这个地方法院，就是感觉讲，你吼这是伫执行你的业务进前发生的，伊这是讲上班的时阵。我拄则是下班，上下班其实是类似啦吼，就是讲你还未去做你要做的这个业务嘛吼，啊发生这个代志，你准备要去。地方法院是感觉讲吼，这种情形吼，就算你是伫这个上班的这个途中发生的吼，但是因为这毋是头家会当去掌控。掌握的吼，所以这袂当算这个职业灾害。地方法院的这个见解是安尼吼，好，但是咱看这个最高法院吼，伊见解就佫无共哦吼，伊讲职业灾害吼，毋是讲一定爱执行你的业务发生的较算啦吼，就算你是要准备要执行业务的时阵嘛是会当算，吼，所以最高法院的这个见解伊就是较保护劳工，吼，伊感觉讲你看这。互人这个被保险吼，就是互人保险的这个人吼，上下班的时间吼，啊，你若是经过这个一般通常你会经过这个路途的话吼，发生事故，安尼嘛是职业灾害吼。最高法院的看法是安尼，所以即马算是两派啦。啊，当然咱伫法律的这个实务上，最高的是较有参考的这个价值，吼，所以即马最高法院是因为讲上下班的时间，这拢算。但是吼，遮有一个问题哦，咱来看一下影片。那么很多人呢，就是不想塞在路上，觉得容易出事或是容易塞车。那么每天的行车路径可能就会做调整，但是上下班如果因为这样发生了车祸，那么职灾给付因此领不到，恐怕很多上班族就会讨论了。我们来看这个个案，当时呢，这名男子呢是因为他习惯性的不要走基隆路，觉得很塞，所以呢他喜欢走就罗斯福路，然后再去走和平东路，再绕到了敦南这里。可是如果按照 Google 上面的建议路径，很明显的自己的这个基隆路这一段才是最短的距离。所以，当他发生意外的时候呢，那么因此申请职灾给付就被劳保局给打了回票了，说你干嘛要舍近求远呢？但对于这样，劳保局特别澄清说，其实这是法规上就是这样规定，不是不通人情。民众下班经常遇到车多拥塞的情况，突发状况也多。万一像这样发生车祸，照理来说可以向劳保局申请职灾，但一名在银行工作的胡姓劳工，下班骑车经过新生南路和罗斯福路口，和其他车辆发生擦撞，导致左手臂骨折。事后，胡姓劳工向劳保局申请医疗职灾给付，却被打了回票。关键就在于胡姓劳工下班后从安和路骑车行经和平东路转罗斯福路回新店住家，花了6公里，耗时28分钟。但劳保局使用 Google Map 查询，从胡姓劳工上班地点往新店方向，明明可以走基隆路最短路径或新生南路替代路径，被认为是刻意绕路返家，不幸发生车祸，因此认定职灾给付，不予理赔。赔偿跟我要走什么路线有什么关系？我是要回家，只是绕个路去办个事情，这为什么不属于下班呢？我上班我也会顺便去买早餐啊。民众痛批劳保局管太宽，胡姓劳工强调绕路返家走了5年多，就是因为基隆路段车多危险才舍近求远，但这样的说法不被劳保局采信。它有偏离这个我们讲的上下班的应经的途径的顺道路径、合理的路径，所以我们劳保局认为它不符合我们现行的相关规定，所以不认定它是职业灾害。
警方解释绝对没有不通情理。去年全台湾申请劳保职灾给付高达18000件。其实劳工上下班若去买早餐或接送家人，只要符合顺道路径或同方向，途中发生车祸，大多会从宽认定给予职灾给付。但胡姓劳工坚定认为舍近求远绕路回家是合理路径。劳保局强调将会和胡姓劳工解释法规，避免争议持续延烧。TVBS 新闻杨玉生、蒋志伟台北报道。好，咱看这个新闻吼，伊就是讲，因为伊的这个路线毋是上近的嘛吼，所以感觉讲伊是驶较远的这个路线，所以你驶较远的话，当然你的危险就是会提悬嘛吼。啊，伫这个路中发生车祸的话，就无算一灾吼，这是一种看法啦吼。大家人感觉敢有合理？无合理吼。这当然吼，原则上若是较保险的话，就是因为你若是徛伫即个头家的立场，你可能下班时间无马上倒去处理，你找伊同朋友食饭了后，才倒去处理的话，发生车祸，安尼原则上就无算是一灾啦吼。啊，伊这个我拄则看，伊是讲5-6档伊拢是安尼路线吼，安尼我感觉应该爱是认定是一灾安尼较合理啦吼。但是不管安怎，就是讲。即种上下班时间上好，我是建议讲，就是莫做私人的一寡代志。啊，你路线嘛是爱，可能像伊拄则有讲着嘛，第一个就是一定会经过必经的这个路途的话吼，这可能较符合这职灾的条件。吼，好，啊，过来吼，阁有一个问题是讲，啊，你若是坐别人的车发生车祸，安尼敢有算？有吗？有当的，你感觉呢？虽然我答案伫下骹，这个行政院的劳委会吼有做一个解说啦吼，在第78年的时阵，感觉讲嘛是有符合啦吼，这嘛是算一灾吼。啊，过来就是讲，你若是为厝里，譬如讲吼，我若是我即摆伫台中嘛吼，啊要来台北上班，啊可能我爱去这个学一个高铁站遐坐高铁。伫尾我坐高铁的这个路中发生车祸，安尼敢有算？哦，啊，嘛有算啦吼，对，所以这嘛是拢有算吼。反正你就是准备要去上班的这个路中吼发生，安尼拢有算。哦，原则上是安尼吼，咱掠几个重点吼。第一个就是一定会经过吼，必经的这个路线吼。第二个是你家己本身无违法啦。你若是讲有违法去甲人弄掉，啊是安怎？这当然袂当算啦吼。啊，第三点就是这要注意吼，原则上袂当有你家己个人的这个行程啦，啊无安尼可能有一寡风险。比如讲，伊拄则有讲，伊去甲人访问嘛吼，可能买早顿啦，还是买暗顿啦。我感觉这有小可风险。啊，当然伊嘛有讲着，你若是顺路的话，伊会从宽认定吼，但这嘛无一定。吼，所以。咱上下班的时间上好，就是紧倒去处理咱的较出来。那问这话头选先下班啊，发生车祸，安尼敢袂使？你讲5点下班，伊4点就头选啊？绕跑。哦，这是一个足好的问题。你是定定翘班哦，这。这个话，我即马是无看到安尼案例啦，吼，无安尼案例。但是我认为伊若是讲算是违反，因为你提早下班，算是讲违反向头家这个契约嘛，吼，算是违约。所以你违约了发生安尼事故，我认为袂认定是一灾，对。所以原则上就是遮讲的吼，你可能袂当有违法。啊，你嘛爱符合这个契约的规定，但是这是真足好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无找哦，我问的较有，你问对无？哦，好，袂歹，好，啊，咱再看第二个吼，第二关吼，我拢用阿土伯啦，吼，咱今仔看就是阿土伯一生为伊一灾吼车祸，啊到往生去，咱死的拄啊好是，你看，其实法律就是让这个咱家己，咱讲生老病死嘛吼，啊其实为你的出世吼到死亡，法律拢是和咱有种密切的这个关系啦吼。好，
安尼咱看即个车祸吼，应该是大家定定，敢有人无发生过车祸的？你哦，你摕者袂歹，你运气真好。我本身进前有一摆塞车，就是互人落，啊，迄个车头规个拢无去，就是那要安怎讲？消掉啊，那要安怎讲？切到，切断，我就塞就噗，啊，结果迄个风就为我脚安尼刮。迄时阵我爸爸妈妈嘛伫车顶，我拄啊可能摕着驾照嘛，伫台南遐。啊，迄个其实迄我可能袂当伫遮正远啦，因为伊边仔有交流道，可能爱搁较头前。所以对遐的这个路况可能无遮了解，但是我嘛是豆驶。啊，伊可能伊迄个后来是有石胶等下较讲迄个案例吼，就是讲发生以后吼要安怎处理。啊，咱先来看吼。第一个问题是讲，这个阿土伯因也是讲啊，我要转去看阮的这个水母啊，所以我就紧离开，反正嘛无啥物代志，我就离开啊，安尼敢会使？伊互人弄哦，袂使吼，来人，那恁拢遮巧，我拢毋免讲。好，咱来看吼，这个台湾吼，这个死亡的车祸死亡的这个死亡率是第一名，东亚第一名吼。啊，这个迄时阵屏东救命有一个护理师嘛，这一个护士，弄死3个人。所以咱嘛知影讲车祸伫台湾是常常发生啦吼。来，我来互大家看一个影片哦，这是我家己办的案件。晚上9点多，救护车10万火急赶到匝道口，一名男子倒卧在地，5名救护人员跑上前紧急帮他实施电击以及 CPR。只见救护人员手虽然不停按压，不过男子还是没任何反应，情况相当危急，救护车赶紧开往医院。到院前都是没有呼吸脉搏了，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做 CPR， 然后跟那个给氧。事发就在10月3日晚上9点多，当时男子下班准备回家，骑着蓝色机车行经台中环中路6段，准备上匝道，左手边正好有一辆黑色机车也准备上匝道，两台车疑似没保持安全距离，后照镜互相擦撞，男子当场弹飞，撞上匝道口的水泥路标基座。我一条顶有听到砰一声呢，我看后边2台机车，头前一台机车，倒地啊。回到事故现场，还遗留男子机车后照镜外壳，而且附近属于上坡路段，虽然限速25公里，不过车速普遍都很快。仔细环顾四周，没有任何监视器，到底事发经过为何，不得而知。33岁机车骑士送医不治，留下妻子及4岁小女儿，而且妻子还怀有1个多月生育，家属心急PO网，只盼能有当时路过的民众提供行车记录器，帮忙厘清真相。这里莫张王诗涵台中报道。好，这个死者就是因爸爸妈妈后来找阮事务所，啊，真可怜，伊拄则有听到嘛吼，伊个一个囡仔4岁尔，啊，个一个搁伫腹肚内底吼，啊，33岁就往生啊，啊，但是即件就是拢无证明吼，啊，遐嘛无迄个监视的这个录影器，所以找无啥物证据。啊，对方是一个18岁这个大学生啦吼。啊，伊嘛是伊的讲法是讲，阮当事人，毋是当事人啦，迄个死者伊家己弄啦，啊，死者弄了，伊就家己，伊就变车，吼，啊，就往生啊安尼。啊，但是对因爸爸妈妈来讲，伊感觉讲有一寡可能有一寡内幕吼，也是讲事实毋是安尼。所以其实有时阵做律师，你就是嘛是，就。应该讲无能为力的所在吼，就是你会当感受到这个家属因的这个期待，啊，但是讲实在，这个事实是安怎，我嘛袂了解，我嘛毋知，只会当叫检察官去查，啊，拄好迄个检察官的态度就差的嘛，更袂我当事人，所以，但是我甲伊录音，以后要甲伊检举哦。但重点就是讲吼，车祸是常常发生嘛吼，常常发生。所以要安怎处理这个拄着车祸了，有几个重点吼，要甲大家讲。咱会当看一下这个上新的一个数字吼，台北市第3月份吼，车祸就有1655件吼，啊，死亡的这个
人数是4个哦，所以全台湾是有一个月就遮济哦，吼，所以车祸真正是定定发生吼。好，咱来讲吼，第一个原则吼，发生车祸的时阵，第一个就是咱袂当走。大家敢知影啥物袂当走？就算你是互人弄哦，正常有一个案例是安尼，伊咧停即个车红灯嘛吼，停，后壁有车甲伊弄，弄迄个嘿，那甲我弄，但是伊想讲伊嘛无代志，伊就使走啊，安尼袂使哦。敢有人知影啥物袂使？好，安尼送一本册好无？无你拢要困去啊？有人知影是安怎袂使走吗？就算你互人来你讲，因为对方若是有着伤，安尼就变做迄个灶头。你是读法律的吼，哦，这厉害哦，吼，袂啊，袂歹，你哪知？因为我知影迄个定义是啥物啊，就是你若是出代志啊，你若是就是有着伤，你离开安尼就算迄个。对，啊无拢互你讲袂歹，你这个厉害，我送你一本册。哦，我互你这个灵魂不归法律观，来，人家拍鼓啊鼓励一下。无毋对，伊讲啊足正确的吼，这就是咱宪法第185条之4有规定吼，就是讲发生事故了，你袂当走。我拄则请教这个洪辉老师吼，华语叫肇事逃逸啊。我伫想讲这台语安怎翻？我查这走敢若无真个字。雕啊，哦，安尼啊，雕塑，有当然就厉害，雕塑得益，哦，是吗？对，好，对。安尼分享听无啦吼，所以咱就讲发生事故走去安尼吼，这是一个犯罪哦。啊，这个犯罪话嘛是真重，7年以下，就是讲伊上重会当判到7年哦。哦，所以不管讲是你互人弄，还是你弄别，你拢袂使走去哦。阮有一个客户啊，伊进前就发生车祸了后，伊厝就伫附近尔，伊就甲车停伫迄个路中，惊等于厝里敲电话报警，安尼就互人判即个发生事故走去的犯罪。当然，阮是感觉讲伊可能想要走啦，伊的讲法是讲啊，我厝就伫遐，我等于敲电话，啊，我用行的啊，我车嘛留伫遐哦，但是。人就是讲你走去啊，安尼是袂使哦。所以这个就是讲这肇事逃逸的这部分吼，是真重的一个犯罪。你无说你甲人弄着，你可能是这个过失伤害和过失伤害了嘛，迄足轻的。啊，但是你走去就变做严重，哦，所以这一定要注意。第一个就是莫走吼。好，啊，过来就是，若是有人受伤，你当然是爱先敲这个急救嘛吼。啊，过来就是报警嘛，吼，等警察来。啊，但是一般来讲，咱若是发生事故了后，无人受伤，你要紧翕相啊，车会当刷走，无可能会甲你开红单。啊，若是有人受伤，还是死亡，迄是现场袂当移动的，哦，这要注意。好，来，咱来有奖征答。是安怎讲这吼？这就是吼。好啦，咱先问啦，敢有人知影讲这个法官、检察官、法院、地检署有啥物差别？古代你袂当讲，你一定知。因为吼，我发现讲，足侪当事人因敢无啥了解。哦，譬如讲啦，咱定咧讲这个恐龙法官好啊，啊有时阵可能是恐龙检察官吼，所以咱骂嘛是爱骂对啦吼，莫甲法官冤枉。所以敢有人？刚才有啥物差别？嘿，会使，当然。你这像施文斌的大哥，这都会当试看卖。我理解是法官是对法条提出见解。好。啊，检察官是提出诉讼的迄个人。好。算讲伊算讲提出一个算讲理由啊，是向啊那个。嘿。啊，法院就是小过的所在。好。地检署是毋知咧，拢检察官去上班的所在嘛。检察官是，法院是法官上班的所在。大哥，你的答案就有创意的，袂歹。咱嘛是家破一声吹来，家鼓励一下吼。谢谢。
后壁迄个像你讲是咧 Google， 你袂当偷偷 Google， 你已经摕一本册啊。阮根据一事不再理，你袂当搁摕第二本。好，这个大概你讲的无毋对啦吼。原则上的话，法官当然你讲伊就是审判吼，审判的人嘛吼。啊，检察官是针对讲，若是有人犯罪的话，伊是代表国家吼去追诉这个犯罪，吼，所以是甲人起诉的这个人。啊，即马因为通常地检署法院拢会伫同一个这个建筑物内底啦，吼，这其实有一个问题。咱最近就有在改变吼，因为地检署用台北来讲好啊，伊的全名是讲台北法院、台北地方法院的检察署，敢若是安尼，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啦，哦，啊，人一般安尼看，感觉讲。伊敢若和这个台北地方法院有啥物关系？其实完全无哦。咱拢知影讲，地检署顶管、检察官顶管的这个头家是法务部嘛，法务部。啊，法官顶管头家是啥物啊？对一个部门，司法院系对。法务部顶管是行政院嘛吼，所以咱拢知影三权分立嘛吼。所以司法、行政本来就是无共。因顶悬的头家是无共的，所以本来检察官吼，伊咱为这个美国法的观点来讲吼，伊是算行政官、行政官的这个属性啦吼，伊的本质是安尼哦，因为代表国家嘛吼，啊，但是法官毋是哦，伊是有司法的这个本质，吼，所以因两个其实无共，但是台湾这个长期以来拢无去分。无去分了，就变做讲，咱讲院检就是不分家啦吼，法院个地检署无去分啦，安尼变做对被告啊，台湾早期足侪即个互人冤枉的吼，即摆其实嘛拢有啦，因为安尼就无公平嘛吼，法官是算一个仲裁的一个角色嘛吼，原则上律师个检察官安尼伊是算一个，咱讲一个三角形，吼，所以律师和检察官是算对立啦吼，啊，但是进前拢是变做讲检察官和法官合作伙来针对律师吼，所以是无啥讲的，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这个制度。啊，即马就是定就是豆要去改变嘛，所以即马咱地检署已经变做讲，进前是譬如讲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嘛，吼，即马已经变做讲台北地方检察署，迄法院的去掉啊。这就是伊的去司法官化啦，一般是安尼讲。其实这安尼会较健康，我感觉安尼制度较健康。哦，所以咱来分好清楚哦。有时阵是，譬如讲这个啊，讲到我家己案件，顶新的案件，咧一审的时阵是判无罪，啊判无罪，大个人迄时阵拢是骂法官吼。但是其实有一个足大的重点是检察官遐个问题，是安怎安尼讲？因为吼，咱拄则讲检察官是代表国家。吼，去掠歹人嘛，吼，白话来讲是安尼嘛。爱掠歹人了后吼，啥物人爱证明讲，即个歹人真正有犯罪，是检察官，毋是法官。法官是即个中立的角色吼，所以原则上法官是袂主动去调查即个证据，拢是检察官才爱来负举证责任啦吼，伊爱去证明。所以若是讲今仔伊提出的即个证据就是无够。咱拢知影，伫即个法定的国家内底，拢是看证据嘛吼。啊，你证据无够的时阵，法官嘛袂当判有罪啊，因为咱有一个原则叫无罪无罪推定的原则啊。有得？推定。无罪推定，所以无罪推定哦。所以无罪推定意思是啥？是即个人来到你面头前吼，你是先甲伊推定无罪。啊，啥物人去证明的？检察官去证明。但是咱足济吼习惯拢是感觉台湾人可能有的人的想法是讲，我正常听过啦，就是讲，若是你无做歹代志，你哪会伫法庭遮？吼，有人会安尼讲啦。啊，其实毋是安尼啦，足济人是互人冤枉的哦。咱阁有印象，迄个进前伫淡水巴黎迄妈妈做迄个监议厅吼，迄个头家伊就足衰嘛。袂记记叫啥物名，但是迄个时阵，媒体啦吼，拢感觉讲伊含迄个谢依山晓，
因可能是共同的共同的正犯，我讲共同正犯，所以拢认为伊是伊嘛有构成杀人罪。啊，其实后来伊完全是无哦，完全是冤枉的哦。但是即马伊讲伊行伫路中，足侪人嘛是会讲，伊敢是台湾那出来，哦，真正足可怜的。所以足侪受到冤屈冤枉的，因为我家己参加司改会活动，我知哦。所以足侪人伫法庭，伊其实无犯法，但是就是误会，吼，也是讲有人黑白加。最近有一个最有名的，就是迄个萧明月案件，这大家会当关心啦。我即马有被甲伊救援，伊就互5个即个贩毒的毒贩，啊，就去甲伊讲，伊嘛有参加的对啊。啊，啥都要安尼甲，因为咱伫即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内底17条有一个规定是讲，你若是甲你顶悬的人加出来，我讲交顶手啊，加出来了后。你会当减刑减1半，哦，所以这差足济哦，减1半哦。讲到面啊，原则上拢减1半，啊，所以因就是5、6个犯罪了后吼，因就讲好势，就甲迄个人，迄个人完全无，你会当去看伊的这个影片吼，真正是足可怜，伊完全拢无做，啊，可能就熟悉，啊，就加伊安尼，啊，伊就拢减刑，即马拢出来，但是伊敢若判无期徒刑，判足重的，因为是贩卖1级毒品吼，这是重罪，啊，即马搁伫内底关，但阮是拢相信是冤枉，因为无其他的证据啦。你若是讲证据，只不过是摕其他的这个被告的这个公犯来甲伊定罪，这本来就是有问题。哦，你要有其他更较坚强的证据才会使吼，这是所以。当来这个问题吼，咱就是讲吼，地检署啊吼，也是检察官的这个改革吼，其实这嘛是司法的改革，这拢足重要，大家应该来关心啦吼。啊，咱看第二个问题吼，就是讲车祸的时阵吼，直接你若是讲互人弄掉的话，你爱提出这个民事的诉讼，啊，还是提出这个刑事附带民事的请求，对一个较好。敢有人有车祸的经验？啊，上法庭的有吗？拢无哦，啊有诶会去去敲电话互我。阮进前吼有一个案件，这嘛有上迄个新闻，足可能伊是一个外配印尼籍的吼。啊，因翁就足衰，因翁骑乌多摆，骑起来，结果伊头前有一只迄个足大只迄连接车迄种吼，啊，拄好伊连接车，伊第二个迄个拖板吧。伊就是松脱，松脱了后，伊就为遮刷过来。啊，阮当初因翁是安尼骑嘛，啊，遮个有一个这个台电的变电箱，拄好伊就吼，这个后壁拖板佮变电箱夹击。啊，人讲其实伊若是讲差可能3公尺都袂有代志，因为伊是夹击死亡的。若是遮无变电箱袂有代志，还是遮无这个拖板，反正伊就是变。迄就是足巧合的啦，拄好夹击，伊头壳拢变形啦，因为我看迄个遗体的相片嘛，啊足可怜的。啊，伊若是发生安尼的代志吼，因为安尼话，通常这个肇事的这个人吼，伊就一定会有刑事责任嘛，吼，可能是过失伤害，无说伊甲人用着伤啦吼，这咱就是讲过失伤害，吼，啊，所以检察官。尤其这种有人死亡的，一定是会去办，所以伊会去办伊的刑事的犯罪。吼，啊，这个时阵咱法律有一个制度是讲，被害者你会当透过这个刑事的定数去提出这个民事的赔偿。哦，这是一种制度啦。吼，安尼我请教大家哦，你嘛会当直接去甲伊过嘛，民事的部分，啊，对一个较好，还是无差？但是恁感觉到底是咧讲啥？这是做啥物差别？你有甲人过过吗？拢无，大家人拢毋是这个爱拍官司，袂歹。吼，这好我甲来报告啦吼。这差别是，讲你若是透过这个刑事的定数吼，去提出民事的诉讼，
原则上爱检察官起诉了后，才会当做这件代志。吼，这第一点。第二点是你做的时阵吼，你毋免纳迄个裁判费。这有等下就知啦吼。啊，你若是直接提出这个民事的诉讼，你要纳裁判的费用。啊，当然这裁判费用，阮原则上一开始请求的讲，若是我赢伊输的话，应该伊爱负担，会安尼写吼。但是法官甲会安尼判无一定，吼，伊会看讲。这个官司可能是安怎会发生安尼纠纷，是啥物来问题？通常会看这吼。啊，若是两边感觉拢有问题，可能裁判费用就一人一半吼。但是重点是这个刑事附带这个民事的部分，你就免纳这个裁判费。啊，裁判的费用其实嘛袂少哦吼。譬如讲，阮迄个案件，阮一开始就是迄个死者银保吼，是要请求1200万。因为有2个囝啊加上伊，哦啊，若是1200万的话，原则上1万块就是1块，裁判费用是安尼算，所以安尼算算会是嘛的，可能10几万吧，哦，所以伊嘛是一个算是，嘛是一个费用啦吼，所以你若是会当透过这个刑事的定数，你就免纳这个费用，哦，所以这个是较好。但是这嘛有一个风险，第一个是可能检察官无甲伊起诉，无起诉就无法度，这一定要起诉了开始。哦，所以以后咱若是我拄则互大家看迄个影片啊，就是迄个爸爸妈妈的找阮的迄个，阮即马就是要行即个刑事附带即个民事的请求吼。但是这个有另外一个问题，有时阵即个刑事在审理的时阵，时间会拖足久。譬如讲3档好啦，吼，但是你民事的这个请求啊，阮讲请求权啊，的请求权啊，伊有一个物件叫时效，时效意思就是讲，每一个人的这个权利吼，拢有一个，你要行使嘛吼，你要用你的权利有一个时间，你若是超过这个时间，你就袂当用啊。其实你阁会使用啦，但是。你请求的迄个人，阮叫这个相对人吼，伊会当抗辩。意思就是讲吼，我大概讲啊，这个制度的这个目的吼，伊一开始的目的就是讲，有一个法院啊，伊是安尼讲，伊就讲，法律吼无保护困伫即个权利的名称顶悬的人，吼，就是法律不保护睡在权力床上的人啊。啊，即句话的意思是啥？你有这个权利的时阵，你爱去用哦。你有一段时间啦，哦，你袂当讲啊，30档了好，你敢若有借我，甲我借了钱，我即摆来甲伊讨，是安怎会安尼？因为吼，你时间拖伤久了后吼，阮有一个叫法律的这个秩序啊，秩序，吼，啊，就是讲你法律的这个秩序拢无叮当嘛吼。啊，你若是去甲伊叮当的话，就是变做是动摇这个秩序，吼，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价值的权衡啦，吼。有的人感觉讲，我有这个权利，我应该就一直拢会使用啊，是安怎袂使？是安怎经过一段时间，我就袂当请求，吼。但是伊就是感觉讲，经过一段时间了后，这个原则上本来爱负责任的人，吼，伊嘛感觉讲，我拢无人来请求嘛，我就照安尼来过嘛。啊，你若是请求了后，变做讲。就这代志拢会受到影响哦，所以权利毋是讲完全拢无一个限制，这就是时效，嘿对。啊，所以吼讲转来就是民事吼，你一般咱这种是叫侵权行为啦，你侵权讲得就厉害，侵权行为吼，你侵害别人的权利的时阵，伊是2档，吼，你知影讲，譬如讲我今仔你甲我拍好啊。我2档以来，我爱甲你告，叫你可能甲我赔偿吼，医药费也是啥物？啊，若是2档、3档、5档，我拢无告都袂使。哦，所以有时阵这个刑事咧办案的时阵会拖足久，拖到尾后，伊可能无起诉哦。哦，可能比如讲检察官办3档无起诉，了后你就袂当透过这个定数去甲伊请求啊。啊，这个时阵你要转来。提出民事的诉讼嘛袂使啊，因为超过2档啊，所以这是一个
事故上定定发生，吼，大家人可能会爱注意这个问题。我有一个问题，你来讲刑事3年后再提出个起诉，就是检察官办案办调查伤3年哦。嘿，有可能啊！我即马是个案件，我拄则调查3年，有可能哦，3年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有的案件是足复杂，吼，伊可能牵涉着足侪人，啊，证据足侪。我讲我即马我拄则互大家看迄个影片吼，即马已经要差不多要2年啊，未起诉，搁咧办哦。所以我最近嘛还甲即个当事人讲吼，就是可能时间要到的时阵，阮就爱紧马上提出民事的这个请求。啊是安怎伊会拖遮久？因为伊送迄个鉴定，这我等下讲鉴定的时间就会拖足久吼。好，啊第三个问题是吼。还要安怎讲？原起诉。原起诉，佮有原刑，敢若原上。原喊你用，咱喊你用啊。喊你用吼，就是较慢甲人起诉，佮有较慢去甲人判刑吼，这有啥无共？教人知。一个是检察官做，还是法官做？哦，这大哥厉害啊！你拄则一直头，我知影你足厉害。我袂送你册，你这是，你这作弊的，你头我都来吼。对啦吼，一个，好啦，拢互恁讲的。这个原起诉吼，就是检察官伊感觉讲，这个人有犯罪，但是我搁互伊一解机会，所以我就先无甲起诉。啊，可能伊会互伊2档3档的一个时间，算一个观察期的，哦，看伊敢有做歹代志。啊，若是有的话，伊就会甲这个原起诉撤销，撤销了就甲伊起诉。哦，啊，原刑嘛是类似安尼，就是感觉讲法官感觉你有犯罪，啊，伊嘛甲你判刑，你会当看到讲，譬如讲，判可能2档，吼，判1档好啦，啊，原刑可能3档，啊3档以内你袂当有犯罪，你若是有犯罪，伊会甲这个原刑撤销，啊，本来刑嘛爱执行。哦，所以这差别是伫遮。好，咱讲转来这个车祸吼，啊，车祸爱注意第2点，咱即马这个智慧的手机啊，智慧型、智慧型的手机啊，足侪嘛吼，翕相啦、录影、录音拢真方便吼，所以这个真正足重要。我发现讲最近办案的时阵吼，足侪人会摕这个赖的对话记录来，这足侪人在用。哦，所以恁若是要保护家己的权利嘛是吼，就是较重要的代志，你就赖互伊嘛，赖互伊，伊除了已经截图，紧截图，啊，就有一个证据安尼。即马足侪人拢用赖的这个对话记录啦吼，做证据啦。啊，但是反正咧发生这个车祸的时阵，咱就收集这证据嘛吼。啊，咱敢有看过这个初步的分析的研判表有看过吗？台人是拢无发生过车祸。我知，因为伫台北拢坐这个捷运啦，坐运所以拢无啥物车祸会发生。这个最重要吼，进前就是警察吼，伊一开始若是发生事故，伊会去现场嘛，因会分哦，那么 A1 类、A2 类，就是讲有人死亡，就是。A1 类别吼，较大的事故，啊，个 A2 类别，啊，这个表吼，伊就写讲肇事的事故的原因是啥物，伊大概写，啊，通常伊写伫头前的，就是声音较大的，警察判断是安尼吼，啊，但是呢吼，即马这个表有时阵警察袂主动互你啊，是安怎？因为伊有一寡纠纷啦。第一个是警察毋是遮个专业吼，伊只不过是做一个初步的判定尔吼。啊，第二个是讲，足侪人会摕这个去用，就讲你看，啊，警察讲是你的问题，吼啊，所以警察变到种麻烦。有时阵你可能未来拍官司无一定会赢，你就等于怪警察讲啊，你当初毋是安尼写，所以因即马就有在研究讲，无爱去写即张表。我即摆有个当事人嘛是哦，发生车祸了后，警察袂主动去提供即个物件，但是你会当去申请，是讲吼有诶去讲到转来，迄个物件嘛无足专业啦，无足专业，所以无我感觉无迄嘛无啥差。当然是看你是徛伫，你若是讲是
迄个人弄的吼，当然你著看讲迄个表对你敢有有利嘛，有利就刻出来，这拢是安尼啦。啊，但是原则上发生车祸以后吼，会有三种物件鉴定。第一个就是咱拄则讲的这个初步的判定的这个表吼。第二个是这个车鉴会，这大人应该知啦。伊的完全的这个名称是车辆行车事故鉴定委员会。这通常有时阵是这个学者教授吼，啊，佮有个人伊是组成一个合意的组织啊，这个佮较专业。啊，这一份是3000块，啊申请的要6钱。哦，第三种就是这个行车事故的鉴定的研究机构，嘿，这譬如讲这个警大、警察大学有，交通大学、成大，啊，这个逢甲，哦，啊，这种就较久，伊一届可能也3万块、2万5到3万啊不定啦，啊，有的是算时间的，这种就是足专业的，但是也足久。我拄则讲迄个案件，即摆阮就是送去交通大学鉴定，可能要1冬，足久啊，警察大学伊嘛是案件足侪人送遐嘛，因为因较专业，迄嘛要等外较有。所以拄则古代来讲，检察官在办的时阵，可能因为在等这物件，我这案件嘛足久，拢无啥物进度啊，就是在送鉴定啊。哦，啊，这种就是足专业啊，伊会模拟迄个现场。第二种迄个车鉴会，伊大概就是听两边的讲法去判定讲是啥物人有过失啊，啥物人有责任。啊，但是这种研究的吼，研究的机构，嘿。伊是会去还原迄个现场，吼啊去模拟，吼所以足高工，啊费用嘛较悬。啊你若是讲要厘清责任的话，上好就是用即种，而且较早。阮即件就是因为迄个我讲18岁大学生，伊就讲伊昏迷啊嘛吼，伊毋知发生啥物代志，所以伊嘛无以为讲伊家己有啥毋对。啊当然我嘛因为无证据啦吼，我嘛是摇。感觉讲伊可能是伊，因为是骑迄个少个迄种重机，速度较紧，所以可能移动着阮同事哩。对，我嘛是安尼个，但是即马就毋知讲真相是安怎，就爱等这个鉴定的机构的迄个报告出来较知吼。好，啊第三个吼，这保险我爱甲大家呼吁一下，因为我拄则毋是讲阮迄个印尼籍的迄个外配嘛吼。伊发生事故了后，对方啊，我迄时阵帮伊谈判，后来对方是赔750万吼，算悬啦吼。所以遮我有问大家一个问题啦吼，一条人命吼，值偌济钱？伫即个法官来判的话啦，咱讲实务上大概判偌济？大家要看卖，毋是1000万，偌济？区长诶。100万以下，100万以下哦，这嘛真可怜啊嘛，100万这伤可怜啊。我这边遐后车真诶无半线。是安怎？对方无钱哦。为什么？哦，但是一般来讲，赔偿的话，伊就是去算你的这个损害是偌大啦。哦，啊，不管对方敢有钱，理论上一定会当算一个数字出来啦。伊会去算你的这个，咱讲余命表，剩的这个生命，看你几岁嘛吼，啊，佮剩，譬如讲这个，咱一般女性的年龄会活较久嘛吼，啊，男性安尼啊，你的身体状况会去算，讲你余命佮有偌久，啊，余命偌久了后，你可能一当的产值啥物，迄会当去精算，有一个物件叫霍夫曼的这个计算式吼，我会去算这个物件。啊，即摆若是发生车祸事故啦，一条人命差不多400万左右，差不多判，若是会当法官判到安尼的话，算是袂歹啊，嘿，平均啦吼。所以吼，这
我后来因为有去接迄个案件了后，我就紧提悬我的保险。嘿，这足重要，足重要。是安怎安尼讲？因为阮迄个对方，我有讲嘛，伊是赔偿750万嘛，还是一条哦。你若是弄死2个话，哦，所以我即马着保险到1000万，差不多，因为一条人命是450嘛，吼，我着保险1000。啊，无遮水可能弄死3个人，可能我2个是差不多。安尼真正较保险啦，讲实在的，我这嘛是宣导一个概念啦吼。中国吼，伫迄个唐朝是东调的时阵有一个药仔的这个药王叫孙思邈，毋知有人听过无？孙思邈。哦，古代你这买单还台，你这孙啥物？孙思邈。孙思邈，吼，即个孙思邈伊讲，伊甲即个医生分3种，上医、中医、下医3种吼。啊，伊讲上医是即个去医人，治病治病啊，为病治病啊，未判病哦，未判病，上医是医即种物件。中医是医即个药病治病，愈病治病，就是要发生啊啦吼。啊，下医是去医迄个医病治已经发生的即个病吼。这中国的物件吼，啊，咱嘛是爱办啦吼。我讲中国应该是还好，不要紧咧，敌国咱嘛是爱了解讲咱的这个敌人吼，咱的敌国的情形。啊，反正伊讲这个概念意思就是讲，其实。风险咱就是有分讲，你会当控制，搁有你袂当控制嘛吼。啊，伊拄则是徛伫即个医生的立场哦，咱徛伫讲针对法律的风险吼，这控制，咱若是换一个思考的话，这嘛真重要。保险就是你针对你袂使控制的吼风险，啊，法律就是针对会使控制，但是已经发生的话，你就足麻烦啦吼。所以规期伫未发生进前吼，咱就来甲伊做一个处理。我毋是保险业务员啦，但是这真重要，所以来当去可以投迄个第3人的责任险，有当然你有加重投保嘛？无吼，最近要拿保费啊，所以我看保费就贵。但是基本，敢若爱其实嘛袂足贵啦，一单敢若6、7千吧。基本的可能2000，对吧？我讲几百块呢，伊会看年纪啦，啊，搁有嘿看情况。对，安尼袂使，你嘛是爱去，啊，但是你若是哦，但有时阵发生什么代志，真正嘛毋知。譬如讲我去行，伊嘛毋知讲，伊就一直讲伊后壁迄拖板有固定啊，伊嘛毋知是安怎会脱落。啊，迄人嘛袂歹，伊真正是足老实的，嘿啊。但是就无法度发生啊，嘛是爱赔啊，对啊，吼，所以爱去加重保险啦，吼，对，安尼咱来整理一下吼，就是讲吼，车祸发生进前吼，第一个你保险爱保有够啦吼，第二个莫啉酒吼，即马酒驾拢掠做样，而且足重的哦，哦，我有一个同事最近，伊就是进前食迄个姜母鸭，真正是食姜母鸭出来了后，互迄个警察酒测。啊，就有一个前科，酒驾的前科，就可怜。啊，伊即马搁另外一个案件，伊就袂当还刑啦。啊，可怜搁有累还，古代你也才欢喜。冤枉啊！冤枉啊，真正是冤枉。伊会有累还嘛吼，啊，搁袂当缓刑吼，所以这是真严重哦。因为你有前科5档以内，你若是搁犯罪，就是累还。所以咱嘛莫食姜母鸭。哦。啊，第二个就是讲车祸发生的时阵，第一个留伫现场嘛吼，无你会有这个肇事逃逸问题嘛吼，啊报警，啊这个搜证吼，啊该维持这个现场的情形，这种足重要吼，袂当走去就对啊。啊发生代志了有3种吼，咱拄则讲鉴定嘛吼，啊调解、诉讼，啊大家敢知影调解和和解有啥无共？两个应该拢有听过啦吼，调解佮有和解。有啥无共？你摕过册啊？吼，大哥，这个你嘛是足早的来啊，算是死忠粉丝啦。了解佮有和解，佮有啥无共？和解就是
去讲，讲好啊，讲好就好啊。了解就是无一定，就讲就好，讲无好才去了解。哦。其实我嘛分无啥清楚啦。因的学历是相共啦，吼啊，讲实在，所以这无啥物差别。但是一般来讲，调解可能伊伫调解委员会内底会有迄个调解委员嘛，吼啊，法院内底嘛有调解委员，但是和解的话，咱两个私底下就当，当然你讲的嘛是无问题吼。和解是咱私底下就会当做，啊，调解一般是拢有调解委员伫斗相共安尼，吼啊，不管是安怎，反正伊就是一个无经过诉讼来处理即个纠纷的一个定数，吼，这其实是袂歹，较紧，而且你着毋免讲啥物拢照法律，就是两边讲好势就好啦，吼，算是一个就有效率去解决即个当事人纠纷的定数啦，吼。好，安尼咱即马讲第三项吼，第三我是到几点？9点哦。9点半。9点9点半。7点半到9点半。好，安尼个有时间吼，咱过来看阿土伯吼。阿土伯，我着讲这是伊一个伊的人生的故事啦吼。啊，伊互阿亮啊弄着了后，上病院就是死亡啦。这我吼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现场敢有人是读这个法律系的？无吼。阮大一的时阵吼，读迄个刑法的总则，会拄着一个问题，真趣味啊！我感觉趣味啊，毋知大家敢有感觉趣味？譬如讲，古代你今仔吼，可能感觉讲我讲足差，你着摕倒啊，甲我抬了，你着紧叫这个救护车来甲我救嘛吼。救护车甲我载去病院的这个路中吼。可能就有另外一台超速的车，弄迄个救护车，嘿，出车祸，啊，我就死去啊。好，即摆问题，伊迄问题是讲，安尼负担的伊该负责任，你杀人既遂啊未遂，未遂啊是既遂啊是未遂，未遂啊。大家人感觉是未遂，是安怎？哎呦，哇，恁拢是天才，哪有遮厉害？我迄时阵受几波，恁哪会拢知？是安怎？抬无死啊！但是啊，迄时阵有另外一个思考的即个想法是讲，啊若是毋是你甲我抬，我嘛袂坐去你迄个救护车啊，对无？我嘛袂互车弄死，啊，毋是你，拢是厉害的。是。好啦，你拢足巧的，即个问题拢无处理啊。好，对啦，阮迄时阵吼，因为即个算是德国来的一个问题吼，啊，阮创造毋是阮啦吼，德国创造一个法律名词啊，叫因果关系的中断。啊，另外佫有一个名称是叫，佫有一个新的这个学理吼，理论啊，以及个客观可规则性。啊，其实想的吼，一般人用家己的这个法感情就知影结果啊吼，其实嘛免想这个奇奇怪怪的理论吼，人讲蛋头学者就是安尼。好啦，大家人拢足天才吼。好，咱今仔即摆要讲的吼，第三个这个主题就是安怎去处理你的这个身后事啊吼。啊，这个问题是足重要的吼。咱得爱较严肃的讲一个沉重的话题吼。敢有人知影即只青色的物件？少年的应该知吧？唔知哦，泰瑞啊，伊是一只美国的鸭嘴兽啦吼。咱讲人死后吼，我本身是基督教的，所以应该去天堂。啊，但是吼，若是佛教的话，敢有人知影这是啥？轮回。对，伊是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吼。不管是安怎吼，就是讲。不管死亡了会去倒位吼，咱嘛是伫咱搁活的时阵，就爱处理咱的身后事吼。所以咱就来讲一个，嘛是讲一个中国的故事吼。雍正安怎讲哈？雍正。哦，这雍正吼，伊迄时阵，咱有看迄个进前有一个
片叫《步步惊心》嘛，伊就是咧讲雍正佮有康熙，康熙佮有雍正的故事。啊，这故事是嘛真趣味啦吼，伊就是讲伊迄时阵咧写迄个遗嘱，吼，伊本来是写讲伊要传伊的遗互14个这第14个后生啦吼，啊，伊就甲伊迄4个后生，第4个伊就甲伊改迄个杂，伊就改成鱼啊，哦，这中国洪伟老师，我会当讲中国的故事啦，我研究啦。了解，了解帝国的这点。所以咱因为迄时阵是讲迄个14个迄个，我毋知叫啥名，但是伊当初迄个时阵呼声嘛足悬的，就是深得民心啦吼。所以后来伊改第4个，因人就感觉怪怪，那安尼，所以就有一寡安尼传说出来，吼。但是我要讲这个故事，就是讲遗嘱足重要的，吼，爱写好清楚，啊无安尼互人改来改去，吼，就可能毋是照你家己的意思啦，吼。好，所以咱即马要来讲遗嘱，吼，这我足重要，所以来讲3解。就是吼，咱遗嘱，咱若是讲这个身后事，吼，身后的代志无处理啊好势。你的子孙可能因为安尼就冤家啊，吼，啊家庭就无和好，安尼嘛无好啊，所以咱来紧来写这个遗嘱吼。好，欧永庆进前这案件嘛是真有名嘛吼，伊就是拢无写啊。传统的有时阵因趁足侪钱，但是伊无想到讲安去处理，所以伊拢无写啊，因就拢过来过去啊。吼，所以其实伊若是讲看到这种情形，应该嘛是感觉讲真。安怎讲？真毋甘，嘛是讲看到家己的子孙安尼，为着财产。好，咱来看影片，大时间，无啦。讲郑和的遗嘱，外界2房3房都证实，王永庆并没有留下任何遗嘱。王永庆过世到底有没有留下任何遗嘱，或是财产要怎么分配，成为子女之间最禁忌、最敏感的话题。给这个家庭这么多爱，这个公司这么多爱，台湾这么多爱，可以去感觉。原本低调的2房小儿子王文祥，最近频频在媒体发声，令人印象深刻。这回接受《商业周刊》的专访，明确表示王永庆并没有留下任何遗嘱。至于遗产，他则是建议能够全数捐给公益以及王长庚基金会，而这个基金会则是希望有9名子女一起担下管理的责任。不过外界认为王文祥这一番话也可能是让2房重返台塑体系的契机，因为王永庆并没有留下遗嘱，遗产的处置必须要子女们共同决定。而台塑目前的7人决策小组，只有3房的王瑞华、王瑞瑜姐妹参与，2房的5名子女则是被排除在外。但是如果按照王文祥的说法，9位子女一起扛的话，等于2房和3房要进行正式的对话。根据了解，3房长女王瑞华已经和2房3女，也就是宏达电董事长王雪红电话联络了，是不是就未来基金会的股权分配或是公益事业的讨论，外界不得而知。不过9名子女的沟通，在王永庆没有留下遗嘱的情况之下，势必还要进行。中央新闻张旭培志台报道。好，现场敢有人有写过这个遗嘱啊？有当你的笑点很低，啥物拢会当起。我当初你讲丢，我哪有人酒车立马吃到这样吗？哦，安尼吼，好啦，你我沙库啦做旁听。好，安尼咱今仔若是要写，沙库啦小解说的，真听无？因听无？咱两个知得。有人知影沙库啦是啥吗？捌听过，你讲了，捌听过。交尾。我唔知啊，什么意思？以前夜市啊，唔同咧摆。对，啊，啥喏伊迄叫萨库啦，我就冇唔知啊。就是个意思。反正就是讲，阮有串通啦，伊就是算我的这个伫下骹，算一个内应的，对，叫萨库啦。萨库啦。啊，咱讲出来，你安尼就，因拢知你是萨库啦。好，咱若是讲今仔要写这个遗嘱的话吼，要安怎写？吼，毋是讲你摕笔摕纸就会当写。譬如讲，我若是安尼写吼，我讲即个我的 iPhone 要互小芳，啊，我邮局的即个钱吼，
一半吼爸爸，一半互妈妈吼。啊，我眠床下骹的这个硬碟，奇怪，应该是查某较会穿，那拢是查某在穿。哦，我若是拢安尼写吼，啊，我剩的钱就捐互这个李刚曲的这个基金。对。哦，啊，我若是安尼写，我就写讲啊，陈律师，我就登我的这个律师章，安尼敢有效？我家己写的，无效哦。啊，公正，对，这你讲的一个重点哦，公正嘛是一个，哦，但是这是安怎会无效吼？因为为着这个物件吼，因为伊是足慎重的物件，所以吼，法律有规定讲有几种为着你只会当写迄几种的，吼，这法律规定你袂当凊彩有白写哦，吼，所以安尼袂使哦，吼，啊，咱来讲吼，有几种自私。哦，安尼读讲对吼，自私为主，公正为主，避风是嘛？啊，避风哦，避风为主，代笔，考收，哦，考收，吼，只有这5种，吼，所以恁若是要写，即单位这5种法律规定5种，拣一种来写，啊，对一种较好。你都要写一个自书遗嘱啊，敢是？对啊，但是伊嘛有一寡条件啊，等下互大家看一下。啊，有人知影即只会啥吗？赖内底一只猫啊，好，咱来先看吼，若是自私的话吼，就家己写嘛吼。我拄则迄个写都袂使，因为我无写这个年月日、年月日。拢无写，而且我无签名，我是登我的这个律师的印啊，安尼袂使。所以吼，这是足严格的，你一定要拣一种，爱符合全部内底条件。啊无吼，你若是写甲足好，但是无效，吼你不符合这个法律的规定，安尼嘛加写的吼。会使拍字用？拍字嘛会使。签名嘿。第二种就是拄仔姐姐讲的吼，公正的为主吼。这种是足好的啦，吼，因为伊这有见证人嘛，见证人，佮有公证人，吼，所以伊是算证人足济的，吼，安尼，因为一般来讲，咱公证人伊会甲你收费用嘛，吼，伊会帮你看，帮你倒看安尼敢会使，爱佮做证人佮证人啊，所以这种效率是足强。第三个就是离风险。蜜蜂，哦，蜜蜂，我之前拢会想到想到对，芳蜜。这个蜜蜂即马是较少人在用啦，吼，就是讲，咱之前看迄个洋片啊、面条，拢会用迄红印啊。有哪会敢知？迄是算蜡呀，哦，蜡，嘿，但即马无啥物人在用即种。代笔啊，这种就是阮律师常在用的吼，就是之前我嘛较做过，阮会全程嘛是专程，就是录音录影，吼啊有见证人安尼签名，啊阮来甲这个，这等于当这拢会使拍字啦，吼，即摆是为了这个见解拢会当拍字，但是你一定爱甲这个微照的这个内底内容讲出来，吼爱互伊确定。一般这种拢伊可能年岁足大，所以袂晓写，伊就读互你听，你就帮伊用安尼吼。最后就是考收，吼，这种就是情形较紧急的情形，比如讲伊可能倒伫眠床顶悬，可能破病，要往生啊，伊无意识啊，吼，像迄个霍金。古代你嘛知影霍金哦？该我知影，毋知。啊，霍金台语要安怎讲？霍金，吼。比如讲伊安尼，伊只会当用伊的目睭嘛，吼，所以伊可能就爱伊嘛得伊迄是用机械咧讲话。对啦，这个问题伤困难，反正伊嘛往生啊，反正提供即种情形就是。紧急的情形之下吼，伊无法度，伊可能找人啊是安怎吼，来用即种
这嘛较少见啦吼，所以吼，咱得爱先拣一种，我嘛互大家建议啦。若是我家己的话，可能就是大笔，啊无就是公证。吼，自私的部分是因为伊伤容易篡改啊，像咱拄则迄个用证的迄个案例是相共，所以可能这个效力无遮强嘛，就是讲容易被篡改嘛。所以公证、大笔这两种是较好。好，咱来看一下我进前写的这个大笔的为足哦，大概就是安尼。恁若是有要写的话，我会当帮恁写哦。这就是你差不多就是讲写这个为足的人是啥物人吼，啊，啥物时阵出世，身份证的号码，啊，指定一定爱家己亲嘴指定讲啥物人做伊的这个大笔啦，安尼较会使。啊，但是因有诶80几岁啊，讲实在伊嘛讲袂啥出来，伊嘛无熟悉你，所以这有时阵种麻烦，阮着一定爱转电拢会录影，哦，啊无伊其他诶这个继承人可能会有啥物意见。啊，大概就是讲吼，要安怎分配伊诶这个遗产，对，遗产吼。像伊即件伊的这个遗产无足济，啊，大概就是讲送互因查某囝，啊，其他的可能互伊这个养女啥物人吼，啊，伊的这个退休金若有剩的，到时阵有剩，啊，留互啥物人，哦，啊，最后阮就会写这个有3份嘛吼，写这个为足的人会保管。啊，阮这个帮伊代笔的人嘛会保管安尼，啊，阮后来佫会佫宣读，最后签名，吼，迄个过程其实嘛是足繁琐的啦，啊，但是写即个物件就是安尼较有效率嘛，哦，无若是其他人后来其他继承的人来争执的话，你就足麻烦，有时阵有事嘛会互人告，嘿，大哥你讲，请讲。最后。你吼用中华民国还是用西元？法律上。用台湾国较好。西元。西元嘛会使啦，西元，嘿，我知。歹势，这我用唔对啊。这是阮另外一个律师写，唔是我写。我只不过是伫遐看尔吼。这个不应该，西元嘛会使啦。因为我定去办这个公，重新办这个代志。伊拢会用，叫你写中华民国对无？我之前有一届嘛安尼啊，伊就讲你是国外来的嘛，你哪写西元？系啊。啊，佫有，比如讲挂号，挂医生挂号，伊讲一定要报民国袂当，伊听无啥物是西元，伊讲你搁会换算。哦，系啊，拄着即种就讨厌，你就讲这国家已经无啦，咱用讲西元就好。所以这法律无讲一定爱写是西元，还是。这个中华民国啦吼，但是通常是拢会安尼写，好。你第二好唔好？好，对哦，好。第二，你叫第二嘛？第二。这啊。啊，无，过个。我这。你是要看讲，你要伊个伊是啥物？这无像吼，伊这敢若有一寡迄个问题，讲迄个。每一人有应婚夜嘛吼，应婚夜，对，啊你即摆哦厉害，对，嘿，还过来，到底这个就是大家1000万还100万，你安尼写可能有问题哦。这毋是我写的，这我事做，刚律师写的。这古代讲着一个重点，我本来要留伫后壁讲的吼，应婚夜，应婚夜，哦，这厉害。来，咱先看这个拖时间的事，无，这个最近进程足有名的啦。那恁应该知影讲这个区内款项，伊是这个演艺圈内底的人嘛。大姐大。哎呦，你古代你啥物拢知呢？你阮小妹。哈？这你小妹哦？真的哦？妹啊，当然。哎，
谁阮同意，阮同意。我想讲，伊有上亿元的这个遗产，你嘛分瓜好啊。奖播放图影片，当时出现资深制片裴祥全的名字，全场气氛哀戚。但很多人不知道，其实裴祥全还是邱礼宽的师傅。不要这样给人家压力嘛，他昨天才回来，昨天2个有没有这个？邱礼宽说话一向轻松，语带幽默，但这回却惹上遗产争议。没有家世的裴祥全前年5月病逝，将8000多万遗产分配给邱礼宽、杨志明跟公司员工。裴祥全的妹妹提告质疑遗嘱效力，台北地院审理之后认定遗嘱无效。这一件会判无效的原因，应该是说他的见证人本身就是受遗赠，就是遗嘱的受益者之一。法官认为，当时遗嘱见证人是汉信公司员工，也是遗赠对象，不符民法规定，受遗赠人不得为遗嘱见证人，因此判决该遗嘱无效。虽然是朋友或者是长官，就跟亲属一样，可是，在法律上他是没有任何的继承财产的地位，可能如果遗嘱无效就没办法。律师提醒，执行代笔遗嘱时，除了3位见证人，最好另外再找2位法院认定的公证人，同时全程录音录影，才不会有后续纠纷。而对此事件，邱礼宽本人也回应了，要打官司就打，多的不想再说。双方各执一词，全案还可以上诉，这遗产官司恐怕还有得打了。记者综合报道。咱这个新闻就是拄则我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讲遗嘱伊本来的法律规定啥物条件吼，每一条拢足详细。啊，伊这个就是讲有可能违反几个规定吼，这个足重要，这定定会发生吼，就是见证人的这个条件。因为一般来讲，咱若是要写这个遗嘱的时阵，拢会找这个你较熟的人嘛，吼，较信任的。啊，但是通常可能伊就会符合内底一寡规定吼，譬如讲伊邱礼宽的情形，伊就是有找一个伊嘛互伊好处的人做伊的见证人，所以伊就会违反这个见证人的资格的这个限制。啊，违反了后，伊是规个遗嘱拢互人判，互法官判无效哦。所以迄是全部是白写的哦，吼，所以这足重要的吼，这一定来注意。啊，第二个就是吼，拄则这个区长会讲的，你拄则讲啥？应婚。应婚呀。啊，这要安怎讲？得老婚啊，得老婚啊。啊，但是应婚呀，咱一法律是讲应继分。我无听，但我知有应婚的这个。哦，所以你应婚呀，应该是讲应继分这个。地老婚，嘿，这就是这嘛，搁另外一个重点啦吼。地老婚是讲，你搁安怎吼，上这拢爱留伊的这部分互伊。啊，若是你完全拢无留互伊的话，安尼嘛是违法的。这嘛是真重要，因为有时阵吼，咱咧算的时阵算无遮清楚吼，你若是分的了，有的人可能伊会地老婚互人，咱是讲这个侵害伊的特留份啦吼，伊就有一个民法1225条，伊当去行使这个地老婚的扣减权，会当甲伊退转来吼。所以这个伊这个案件大概就是这2点吼，写这个遗嘱。互这个区内宽这个人是甲全部的财产拢互伊哦，拢无留互伊其他的这兄弟姊妹拢无哦，所以一定会有影响其他人的这个得老份，这是第一个。啊，过来就是伊的见证人，见证人的部分更较重要吼，因为得老份是安尼，你若是讲有甲人影响着，袂讲你规个遗嘱拢是无效的，是袂，只不过是伊嘛有伊的权利，伊会当去争取哦，但是见证人迄个资格。无符合的话，伊全部都是拢无效，所以这真重要吼。好，这就是得老份。拄则咱讲这个邱礼宽这案件，大概就是安尼啦。咱简单的一个，恁知影讲拄则这个，古代你讲这个验婚呀，就是讲应继分，还有这特留份、得老份，有啥物差别？够人知，我阁有3本册，来哦，来上这本哈，这本看起来足水的。够人知有啥物差别？验婚呀，就是应继分跟特留份，这2个有啥物差？都无人知。要下特留。你每当看我下骹的答案，对啦。
就是讲吼，这个应婚夜意思是讲法律的规定，吼你大概你就是会当摕偌济，吼，但是伊的一半就是订老婚，意思是讲吼上少伊会当摕，这个咱讲应支分应婚夜一半啦，吼，这是伊上少的。啊，这个应支分是讲理论上你有这个权利啦，吼，原则上若是讲这个往生的人，伊嘛无啥物拢无写，啥物拢无讲。就照法律来行，哦，安尼就照伊的这个应婚夜迄本是安尼，哦，啊，伊若是有写一寡物件，安尼伊就袂当去侵害其他人的这个订老婚，哦，这是小可复杂啦，哦，反正恁若是要写遗嘱的时阵，咱敲电话来甲我咨询，我甲你讲就好啦，吼，袂收钱，放心。我是要活100岁，都未打电话。哦，安尼。好，对。啊，你100岁了，较加好。100岁，搁100了。所以你有无伫啊？哎，我无伫啊，我可能搁50就差不多。好，咱到9点半嘛吼，好，反正就是讲吼，咱就先选好要写第一种了。啊，这个遗嘱内底当写家训哦，会使哦。咱有读过啥物朱？佫是中国啥物朱伯鲁朱子哦，啥物黎明即起啊，啥少听，这我袂晓翻啦吼。反正你会当写家训吼，啊你嘛会当做一寡新婚的这个安排，吼，比如讲我这个外口我有小，毋是我啦吼，可能有人有小三啊，是安怎，伊要甲伊认领啦，认领是一个新婚的行为吼，毋是财产，这嘛会当做。啊，过来就是一般通常咱去分配这个财产，安尼，好，咱最后讲这个最重要的吼，最后一个主题就是卖黑白借钱哦，就是阿土皮这个故事吼，阿水啊嘛是我一个当事人吼，这阿水啊，我无爱讲伊故事讲袂了，反正吼，若是讲今仔有足侪人来走来甲这个阿水啊。借钱的时阵，啊，伊借钱拢无写吼，因为伊是一个足重义气的人，吼，拢无写，吼，安尼刚好刚有特懂。应该恁足侪人，比如讲，有当我等下甲你借3000块，你嘛袂写借，袂歹，我借1000的。一般是可能较好的朋友嘛，吼，所以拢会信伊，拢无写，但是吼，这个。友情是无法度经不起考验，这边台语敢有啥物会当表达这种情？钱亲情人性命。咩，对，我就讲。啥物？这句我无听过。钱亲情，人性命。钱亲情哦，人性命哦。所以意思是。兄弟在中过较唔爱钱。哦，卖广告。哦，厉害！我等下甲你请教啦吼。好，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今仔嘛要讲一个重点，若是讲这个阿水啊，伊收到阿亮啊吼申请法院来合法合法合法这个支付命令的话吼，伊要安怎处理？哦，这个足重要哦。好，来借钱的部分吼，不管讲咱是甲人借钱，还是别人来甲咱借钱吼，第一个。我感觉身份证是上好爱留，是安怎？因为吼，你要甲人过，较找有人。吼，常发生一种情形，就是讲，你今仔要甲人过，你嘛毋知影讲伊的名、全名，你可能知影我叫陈定新，但是你定是对一个定新对一个新，你可能写无清楚哦。所以有时阵你就算有权利吼，即种上基本的，这被告的身份拢无法度。无法度确定的话，法医伊嘛袂帮你处理啊，因为找无即个人啊。地址你嘛毋知，吼，你只会讲啊，可能啥物时阵我知影即个人是我朋友啥物，可能电话你嘛无，啊，安尼就真歹找啊，名你嘛写毋对，你要个无法度个袂赢啊，吼，一开始定数迄可能就不会啊，所以上好爱有影印的即个身份证，这就对了，无你就偷家去上。吼，这足重要。第二个就是咱讲金流啊，吼，这物件嘛足重要。咱若是摕现金的话，吼，你无其他的证明，伊
到时阵就讲无啊，无即回事啊，你爱证明啊吼。若是讲我今仔借钱互区长诶，要甲伊讨，我是原告嘛吼，原告。原告爱负担这个证明的这个责任。法律有一句话叫举证基证的所在，就是败诉的，厉害，败诉的所在读法律的吼，就是败诉的所在。意思就是讲，啥物人爱基证，伊败诉机会就足悬，会足困难。你若是无法度基证的话，法官就会判你败诉。就算你是有道理的，但是你无证据，所以咱今仔要甲人讨的时阵，你得爱有证明。你爱证明讲这个人真正有，你有摕钱互伊，伊一定会否认嘛，伊讲无啊，你证明，所以用汇款的方式上好，你得当留这个金流吼。过来就是这个利息，有要算利息，无爱讲有前册啦，若是拢无讲，可能你就无法度主张啦吼。过来就是这个清偿期，爱还的这个期限吼，尽量就是卖分期啊。我最近有一个客户，伊就是安尼，伊家己分期是分什么？可能一档六一届，伊分五档吼，分5档。一档了，迄个人就无还啊，伊就讲安尼我要甲伊讨啊，一定伊拢袂还，我找嘛找无。但是你互人分期了后，譬如讲5万块5档吼，一档伊向1万块互你，伊一档无互你了，你只会当讨一档的钱啊，后壁还袂够去啊，系啊，你等到5档血拢花啊，所以上好是卖分期，无你就是写一个物件，我定定会写，你一期吼无让视为视为全部拢，那真厉害，大哥你这咱会教你一个。当做你全部拢交去，会安尼写，所以伊一期那边就全部拢会当讨，会当写一个条件去吼。过来咱若是借钱互别人，上保险的就是讲找一个这个咱讲误保啦，误保、人保，无就分骗。吼，因为这误保可能你就是找伊的厝来设定这个抵押权嘛吼，人保就是找这个连带的保证人啦，若是这拢无记这本票爱叫伊签，本票的这个效力足强的吼。咱来看一个影片，本票恁应该有听过这个本票裁定，本票裁定，这本票裁定是讲，我若是我甲你借钱，开一张本票互你，到时阵这区长我无还钱，你会当直接摕这张本票去看伊申请。本票裁定，裁定落来了后，你就会当直接执行我的财产。这个是足紧的。无咱若是无这张本票，你来豆豆拍官司。你拍官司，你可能3级3层，拍甲血拢花。我问大家哦，若是讲3级3层拍煞，平均哦，偌久的时间？伊有看卖无？我讲有3本册。3年5年差不多。即马司法院的这个统计是4年2个月，所以是足久的。所以你若是摕着这个本票直接去裁定，足紧的，就马上会当执行。咱来看这个面，这影片袂歹，毋是要拖。借据本票哪个好啊？欢迎收看《一心颠2.0》，我是金爱变。大家好，我卢想想了。金爱变，有一个金3万的金这吉先生call in问说，要是有人跟他借钱呢，是要叫对方写借据好呢，还是本票好啊？这个问我就对啦。你常常给人借钱吼？呸，乱讲话！是这个我问过律师了，可以提供大家一个专业的解答。基本上2个效力是一样的，只是法律的追讨程序不同。像借据的部分呢，债主可以先拿那个借据向法院要求核发支付命令，来处分欠债人的财产。但是欠债人也可以在20天内提出声明异议状，那个后就必须要进行诉讼或调解，就是要打官司啦。然后等到最终拿到胜诉判决才能再向法院申请执行欠债人的财产耶。但本票
不用经历这些，只要向法院申请本票裁定确定后，就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执行发票人，也就是那个欠钱的人的财产喽。而且本票裁定交给法院的程序费只要几千块哦。哇，本票感觉轻松好多哦。的确，但本票最怕的就是收到无效票，或是无法追踪发票人。所以签本票要掌握以下原则，才能确保本票效力。本票没有规定的格式啦，那书局买的嘛可以哦，但是一定要清楚注记以下几点哦。要载明发票金额，如果没有写明收款人或收款日期啊，那金额至少要500块，还要当场写好发票日。要是日后自己写会涉及伪造或变造有价证券哦。要叫借钱的人在发票人栏上亲自签名，身份证字号及户籍地址都要写清楚，以免日后向法院申请本票裁定时找无人。最后掐温的美女律师提醒大家，本票的发票人追讨期限是3年，在到期时候3年内你必须要跟法院申请本票裁定。那如果本票裁定确定之后没有财产，每5年也要换发一个债权凭证，这样你的债权才会一直有效。那金山万里的颈椎钱是被借了多少钱呀？10块啊，真笑啊！他就真的很在意咩，还有拍广告要对方还钱哦。你看，10块还人家，我要买乳价。还是我无法度找到全部拢台语的就免叫找这个大家拄则会当看到，伊大概讲2个嘛，一个就是本票的部分一个就是支付的命令，这2个拢真重要我来讲一个，这个就是支付命令啦咱来看伊的这个点数这进前就是一直互诈欺的这个诈骗集团可以用伊就是凊彩，伊就是去申请法院。核发发这个支付命令了后，比如讲你今仔收到，讲你欠我20万，你看到了会感觉讲这无影的代志，你就袂去插伊，你就等伫遐。结果20日过了后，伊就会当来执行你的财产。这物件是当初这个支付命令法律顶嘛叫督促程序啦，伊是安怎有这个制度？这个制度足紧的伊的这个目的就是讲，有的物件足明确，所以你若是徛伫讲要行使你权利的这个人的角度，会感觉讲足紧的。比如讲，我就是有欠这个负担的钱嘛，伊马上就来甲法院申请要拍官司嘛。我若是有意见，我嘛会当提出这个异议，就好啦。但是足侪人因为这是无影的代志，伊就袂去插，后来就确定了后就执行。阮就是常常拄着这种案件一个案件，这个案件足可怜，伊就是一个老阿嬷，这是真正的案件。老阿嬷，这老阿嬷是开这个杂货店的啦反正就有一个人摕这个本票的裁定伊甲迄个阿嬷讲。你的员工有欠我钱所以我要执行伊3分之一的薪水。大家敢知影这个代志？比如讲，我今日做头家我员工有欠别人钱，这个债主就来去甲伊告嘛，告赢了后，我的员工可能无钱，但是伊有薪水嘛，所以伊会当叫法院来甲我通知，叫我甲逐个月本来爱互这个员工的薪水1/3，这个债主。这个移转命令啦，伊有权利做这件代志。这个阿嬷伊就拄着这种情形伊就无去管。因为伊迄员工已经离职啊，伊就无插伊。好，无插伊了后诶，讲是你原则上应该要互债主诶，你无互伊嘛，债主就来甲伊告。债主甲伊告，伊就是用这个支付命令去甲伊告。迄阿嬷看着了后想讲。我员工就无伫遮，我本来就毋免互你你哪会甲我告？伊就无插伊。后来伊厝就互人拍卖，已经伫即个拍卖点数啦，来找我。讲实在是小可袂赴因为迄是伫执行的这个阶段所以你看伊头前就是2个部分，伊拢无去异议嘛，伊拢无意见，伊感觉讲这无我的代志嘛，伊嘛无去甲法院讲，啥物拢无。后来就变做讲伊的厝
要互这个制度袂去吼。所以这是真重要，就是讲，不管是讲本票的裁定吼，还是支付命令，咱拄着了后，拢爱马上爱有反应啦吼。尤其是这个支付命令的部分，你一定爱21来爱异议。你异议了后，伊就会变做一定数的转去诉讼的两边来拍官司。你若是无异议，就感觉讲你是承认这个人的这个债权啦吼，这一块。所以伊就会当执行你的财产。啊，到时阵你当然伫执行的定数，你嘛是可以当提出这个异议之诉啦。但是迄个较困难，上好伫头前吼，就甲伊处理掉。哦，所以这就是定会发生讲，足侪人感觉我就是无欠伊即条钱，就无去处理，啊，就以你家己权利就受到这个侵害啦吼。所以咱其实支付命令佮有本票裁定的这个部分，本来拢有讲要修法，要去受这个法律的规定吼。但是本票裁定因为伤好用啊，其实我做一迄个客户学到的，拢安尼，吼，你讲客人签足侪张，签出来了后，足侪到，就是伊计换票嘛，换来换去啊，这个日期要到，个换票是安怎是？伊就10张变做1张，哦，啊，迄足复杂，啊，学得啊，头彩公司迄种就爱用这本票裁定，就是安尼啦。所以迄时阵讲要修法，因为这个效率伤强。但是去年讲要修法，今年我最近看到讲，佫无要修法啦，可能是利益团体伤大，所以就无法度修。所以恁爱注意啦，就是咱借钱互别人，就爱叫伊抢本票。咱甲别人借钱，就爱抢本票。对。请问？嘿，请讲。迄个员工已经离职吧，谁人佫爱退伍？员工离职了是毋免，但是譬如讲，我今仔是头家嘛吼，啊，即个制度就是讲，我要甲你员工的薪水2/3，我要扣伊的这薪水嘛。员工若是无伫遐，这头家爱甲法院讲，吼，因法院的公文拢会讲，若是你无即个员工，吼，还是员工无伫遐，你甲法院呈报就好啦。啊，因为伊拢无做即个，伊无做即项代志，所以变做讲，伊拢无去查，所以后来制度就直接去改退。因为伊拢无讲嘛，伊就感觉讲安尼1/3，你看这几档以来，你爱互我无互我，变做我甲你过。这其实可能拢。即个阿嬷可能拢无即个责任，但是重点是伊伫法院的定数典管无去意义啊，这才是重点。变做讲，你有即个权利，你无去用，吼，所以法院就认定讲，安尼你就欠即条线。我敢有义务去回应即个问题，我家己人无熟悉啦。系啊。哪有即个义务？我感觉真奇怪。这我就你可能诈骗集团呢？哇，我毋是啊，我毋是诈骗。这个诈骗集团的，我能。进前对，古来进前有一个教授，伊就伫 FB po 文，伊就讲拄着即种情形啊，敢若嘛是通常吼，因这个诈欺的足巧的，伊大概甲你请求3万到4万，就是你袂去请律师的即个金额，袂足大，嘿，所以你袂注意。你若是讲7-8万，你就是冤吼这个物件；3-5万，你可能感觉还好，你就等伫遐。嘿，迄个教授后来就是伊就，你看到执行的阶段，你要去搁拍官司，你爱请律师嘛？伊后来想想就算啦，伊就3万块互伊安尼。伊迄是我感觉讲吼，迄就是咱一般的人拢无咧甲反伊信道，你知影？拢无咧甲信道的，啊，然后你就甲当作是假。对。即摆迄个支付命令就是讲，你若无去表明你的意见，就当作是真的啊。对。啊，你心肝若虽然讲迄是假的，共变咧好笑的，你莫插，安尼就变成讲，伊就甲讲你是用做默认。对。所以迄是应该是讲，法院迄个部分，若是司法院迄个部分，爱去针对人民教育的。有些人民无咧甲法院信道。有诶感觉是诈欺，伊就无管伊啊。但是上好，咱就是敲一个电话法院问就好啊。因为若是真正有时阵可能真正是诈欺，譬如讲这是假。诈欺真正咱嘛检察官甲你落。对。啊，其实你有案件，你法院无，你敲电话问，就马上就知影。你报你的名，吼啊，迄个拢有暗号嘛，伊有暗号嘛，你问下就知。啊，伊若是讲我真正有，你就爱紧去异议，吼，所以有当。
你外口该换100回，你上个电话咧，早起200个电话。哦对啦，有诶。所以你现在上网去。哎，对，你爱上网站去查。我感觉你有需要这本册，真的，不然这内底有写几乎命令的。这外币咧？内底足侪好物件，请讲。那这个迄个欢迎，这是欢迎，其实伊若譬如讲，伊若请劳保的，最主要就知影讲这员工无咧遐，所以咱的欢迎是毋是几十年啊拢变大？反伊袂主动去做这件代志。安尼古晋的这里应该是这个诈骗集团，因为一般古晋的这里毋是原告。是冤个对啊，对，你若是头家公司，譬如阮最近嘛有一件是安尼吼，阮事务所收到这个一个债权人要来针对阮的其中一个员工，吼，要叫阮1/3的薪水互伊。发伊的公文，发伊的公文会来，伊会甲你讲，员工无伫遮，你爱呈报。若是无即件代志的话，你爱主动讲，发伊袂去帮你查，因为吼，即种情形算是民事的纠纷。啊，民事的话吼，定事方面法律有一个叫当事人进行主义啦。伊意思就是讲，你当事人家己来，原则上是恁家己决定、家己处理。这项刑事的差别是伫遮，刑事的话当然国家有即个义务。哦，伊爱去调查嘛，因为是犯罪。但是民事的话，原则上是交互这个人民家己去处理。所以法院当然伊袂主动去帮你查讲，哎，这两个人刚够伫遐，袂去查。所以家己的权利，家己爱保障，爱注意啊。我想问对遮迄个问题吼。即个吗？我进前迄个什么本票甲借付迄个。对。我有看到人出一个怪招，是讲吼，要借钱会使，你帮我写保管条。啊对，出怪招就讲，这是照片啊。保管条伊就是要去后来要甲叫迄个亲讲。对，有即只。所以即只安尼到底敢真正有效？我是感觉无效，因为之前嘛是迄个乌道甲我讲即招，伊讲律师安尼敢会使保管条，哦，因真正是上空上胖，足有一个。就是大概你讲的吼，伊这保管条，伊会写即个物件，啊到时阵就讲，你帮我保管物件，你无还互我，安尼可能就刑法侵占问题，335条。侵占意思是讲，比如讲古代我借你手机用，你甲我借，我借你嘛，啊你用的无爱还，这就有侵占。但保管条，因为到时阵若是证明讲伊无真正保管一个物件，我想要定义有犯罪嘛，小可困难。但是我知影有乌道条会安尼用啦，就上一个保管条，就是伊写迄个讲你有保管物件哦，嘿，保管一个物件，保管钱啊是啥物，嘿，用即种方式有啊，但是有的人毋知伊嘛会惊啦，反正伊就是用即种程序去甲你乱啦，乌白过啦，嘛是有啊。好，安尼嘛差不多吼。我时间控制到袂歹哦，安尼敢有啥物问题？我阁有2本册当送哦，啊无咱就开放问2个问题。有人要毋是今仔讲的嘛会使啦，但是伤难的我都袂晓，嘿嘿，你讲。请问那律师的谈话费会较贵的是无？对。原则上吼，我举一个上贵的例好啊，咱就举迄个国民党的好朋友陈长文，陈中文吼，伊是1点钟的这个谈话费，我听讲啦，12,000块1点钟，啊，我这小开我是5000块，所以我今仔讲2点钟。等下，嘿啊，恁搁遮济，我一人收1000就好。啊，但是其实中南部吼通常袂收，除非讲即个人是完全无熟悉的，吼，比如讲伊敲电话讲，我会当去即个咨询，还是讲伊经过事务所想要来问问题，即种完全无熟悉，我可能甲伊讲，安尼阮会收即个费用哦，吼，因为阮惊讲是奇奇怪怪的人嘛，啊，伊若是愿意的话，就代表讲伊真正有拄着问题，啊，有即个能力伊要负担，啊，若是朋友介绍的，通常是袂收啦。
但是北部听讲可能收的就较济，哦，中南部北部的这个律师的生态就无啥共。对啊，阮是5000块。啊，搁有迄种陪诊啊，吼，陪诊就是讲陪人，比如讲今仔有被告，互人掠去，伊可能现行犯逮捕，掠去了后，伊就去警察局，啊伊就是临时需要律师，阮就爱去陪同嘛。即种阮之前有一届哦，迄是一个大头家，阮就甲伊报讲1点钟1万块，伊就为中昼10点一直到暗时差不多10点左右吧，2个人。算起，伊大概互阮20万，但是伊后来甲阮赖账，就讲，伊讲哇，真诶伤贵，阮想讲一开始有，这一定要先讲，一开始你陪伊去诶时阵，会讲阮诶这个计销偌济，嘿，拢会讲有清楚，啊，通常会先收预收啦，因为阮其实律师嘛，定定互人倒债，就是安尼嘛，你帮伊办，因为阮是袂晓讲出卖啦，就是讲阮是提供阮诶脑力嘛，吼。啊，经过帮你处理了后，你就无问题啊，啊，就走去啊，这嘛是定定发生啊。所以律师通常这个费用拢会先收。啊，但是，譬如讲我一届有时阵暗时10点外吼，伊迄是赌博的啦。啊，我就讲安尼，阮爱先收费用。讲啊，我无赚遮济钱的，啊，伊某个大巴肚，你嘛歹势讲叫你某客气啊，敢若路人勒索安尼。所以我迄就无先收，因为有时阵会感觉讲，安尼种足残忍、足现实的啦。啊，但是后来伊就无互我，所以我无互我遮济啦，就是一开始讲好，后来伊拢会甲你抬价嘛。这就是无先收的安尼。但是嘿啊，反正就是足济趣味的故事。对，安尼姐姐你嘛会当有摕一本册。哦，搁一个问题。啊，搁有无？你只会当摕一本嘛吼。听公司人的种欢喜对无？对。啊嘛输。嘛是照收钱，拢会收，阮钱一定先收，嘿。啊，伊甲你 complain 无？会啊，所以你一定爱足认真啦，因为有时阵官司会赢会输，毋是阮会当决定，可能是法官啦吼。啊，这有时阵嘛爱帮法官平反一下啦。有的律师较无好诶，伊官司输，伊就会讲是法官诶问题，伊会讲这可能法官这法官有收钱。其实有时阵无啦，可能因为我感觉案件诶这个是非吼，有时阵是看证据啦。有时看证据，所以可能本来伊这案件就无啥物赢面，你要硬要拍赢嘛，足困难，无证据，所以爱讲互当事人了解。上惊拄着就是伊无啥物理由，伊感觉伊就有得利的，哦，即种就恐怖。最近就拄着一个啊，最近啊，伊就讲要去监察院投诉啊，去司法院投诉啊，啊，就讲我关一定有收钱啊。啊，但是这拢是臆测啦，就是有时阵自由心证也是讲每一个人的见解无共的时阵，伊有无共的看法嘛。你就歹讲伊真正的心情啊是安怎，所以拄着这种当事人的，有时阵我感觉伊比法官搁较歹应付，真的。对，好，搁有啥物其他问题吗？我讲下咱问。你摕着册啊咧？无，叫我是。好。就是我之前看迄本就是迄种案件，就是讲敢若一个查某囡仔啊，伊可能暗时自己，啊就是你原教开，可能无想要互爸母知影，怎啊骗讲伊互迄个可能班因学校的其他勇敢安尼。讲是迄个青少年对无？对，我知，一个足有名的什物远的迄事件，对。啊，伊到尾因遐嘛上判刑。对，就是不管安怎变嘛上判刑。对。讲伊一开始的考验才是正确。对。即种就是参像你头讲的迄个袂当迄个案件，我也是感觉淡薄仔是。对无对。一开始的考验因才相信。对。未来拢无爱相信。啊，即摆迄个法律对即种敢无法度，敢已经爱迄个司法改革。这司法改革，你讲到一个重点啦，吼，就是讲冤案的问题。阮通常，我即摆接触到的这个法官，拢是较有罪推定啦，吼。所以伊若是讲认定讲你有犯罪的时阵，当然伊会感觉讲其他人讲你有犯罪，这证据伊拢会起来用。啊，因到时阵去边口警，伊就袂管啦。有一句话叫暗中出供啦，就是案件伊较重视这个。就是这一开始，你一开始讲的这个讲法，因为因会感觉讲，这是个讲法啦，就是讲你一开始讲的是
上这个贴近真实，你袂讲白惨嘛吼，就自然。啊，后来你可能迁到律师，也是安怎想的，你会改变一个讲法，所以因会开始这个来用。但是你讲的一个重点，有时阵因一开始可能就先讲白惨，后来因就是良心发现嘛吼，就边靠边。甚至有诶是写切结书哦，伊会写讲我迄时阵真正甲伊航海吼，我是黑白讲诶，因为我要脱罪，法官嘛无采纳诶，嘛足济，所以这其实是阮司改会一直咧足重视一个问题，就是司法诶冤案诶即个问题。上恐怖诶就是讲吼，这个法官伊无认为讲伊在做唔对诶代志，伊感觉伊在做足有正义诶代志，因为伊感觉伊在掠歹人。这个人是歹人，伊要甲伊定罪，伊爱受到这个法律的制裁，所以伊无感觉这是唔对的。但是阮是咧看证据啊，这个人这个讲话颠颠倒倒吼，也是变来变去，也是讲这个案件就是证据无遮济啊。这原则上，你袂当判伊有罪啊。阮是用最严格的角度去检视啊，因为讲实在啦，真相是啥物，只有上帝，只有神会知影啦，吼啊。人的能力有限嘛，绝对是无法度知影，所以制度一定无可能是足完美的，制度是一定有缺陷。所以伫一个有缺陷的制度内底，咱咧安怎去看即个比较吼，是一个重点。其实我咧看是感觉是两个价值咧选择啊，一个是讲人讲宁可这个错杀一个，也宁可错杀100，也不能放过一个。啊，另外一个是。人的是另外一种属客是宁可错放100，也不会错杀一个，就是安尼两种价值。吼啊，原则上，阮司改会当然，阮咧看这个物件是感觉讲，受到这个冤枉的人是一个拢袂使有。咱记这个江国庆的例就知影是安怎？因为你若是2对人吼，你甲伊枪毙了后。其实第一个伊是牺牲嘛，第二个是歹人搁伫遐嘛，吼，所以这是算两边拢无好。啊，你若是家己，就是讲无判伊有罪话，好，歹人无掠着，但是伊嘛袂牺牲嘛。所以这价值的选择吼，阮是感觉讲是宁可错放100，也不能误杀一个，吼。但是我感觉讲一般移民会较感觉讲，我宁愿那个啊误杀一个，也不能错放100。通常移民是安尼，法官嘛是安尼，所以冤案就会安尼产生。啊，佫有就共款迄个，就是我伫我所在伊迄工，就是因迄个案件，就是伊个查某囡仔讲因家中间，就是因为伊到尾啊，因为有分出证据，就是讲伊迄工其实伊就是去甲别人迄个对，啊到尾啊，因就刚开始检察官因就讲，啊，可能是伊记唔着，对。这哪会知？你讲换日子的换日子。无对，嘿，你讲到重点嘛。伊这是咪变成讲句我歹听，就是咱这个社会吼，唔是一个会使认错的社会。一条代志发生的话，假使讲有一个人出来认对，这个人可能用拍甲死。不管是公务人员，还是讲公司发生代志，就说一开始要来等于想啊，可能对方错误，要毋过。徛在公司的立场，徛在啥的立场，甚至徛在伊家庭、家族的立场，你袂使认唔对。伊一认对歹势，可能拍甲死，所以就要坚持到底。遐检察官、遐法官，确实讲一开始不管有收钱无收钱，做出来判决是唔对的话，可能若认对，可能伊的学长嘛会放伊说，你讲你唔对，啊我缀你的判，啊无我嘛缀你唔对嘛。对，会变成是安尼啊，所以这是咱。大概你有参加司改会哦？伊讲的无唔对哦，这就是阮观察到讲，检察官、法官伊不认错的心态，是安怎？因为你无可能去推翻，像伊讲的，这个法院内底就侪拢是，因拢学长学弟制嘛吼，因拢看讲你第几梯的嘛吼，所以因会尊重。啊，你若是讲推翻你的学长，也是安怎？迄无可能，所以因的规个，这就是我感觉像迄个啥物邪恶的平庸啦，吼，迄个德国的，我感觉就是类似安尼，因无感觉家己有对哦，啊，规个体制内底，但是因就会维持迄个判决，啊，但是这个少年朋友伊讲的这是一本的案件，嘛是类似安尼嘛，检察官伊袂用，对，所以伊就是因为安尼去牺牲遐个人，就讲哦，伊记唔对啊啦。哦，因为伊可能足惊呀，所以记唔对啊。即种情形，我进前伫法官伫法院内底做公务员时阵吼，
我就分享一个案例吼，第嘛是我感觉足恐怖的。这个伊一个少年的这个查某囡仔啦，哈，伊就是讲互人性骚扰是安怎吼？啊，法官就去甲伊问嘛，吼，是啥物时阵嘛？伊拢讲袂出来。啊，伊可能讲，阮会摕一个迄个叫啥物一个娃娃啦，吼，这定伫社服的用点，就是用这个娃娃去示意讲，啊，伊问你倒位，会甲伊问吼，啊，伊可能就讲，可能是我这腹肚也是倒位。啊，法官就去甲伊引导，吼，伊讲，啊，伊敢有讲你对啊，你搁想看觅。迄个人拢讲无哦，伊讲可能讲高钙无吧，就是讲可能无摸到较私密的部位。后来问嘞，法官就一直讲，你再想想看啊，是不是有？应该有吧，一直安尼甲伊问。伊后来讲，好像有吧，好，伊笔录就记明有，足恐怖的哦。啊，而且伊的迄个时间点是完全用推测的，譬如讲。伊可能讲，伊有问我10届好啊，吼，啊法官就讲啊，啥物时阵，伊可能讲袂出来嘛，啊伊就开始讲，啊你迄时阵穿短啊是长啊，去推算这个季节，啊去看伊的这个可能伊的期中考、期末考的时间点，迄真正足恐怖，伊就是一条，迄个人完全无安尼讲，伊就去推论嘛，吼，可能6月17号、24号，吼，你逐礼拜拢有去因兜。一礼拜啊，这边期末考这无算啊，过来安怎？伊的判决书你看起来，感觉讲这个人真正罪大恶极，因为拢足清楚，伊会讲是这个被害者全部拢是亲嘴讲出来，其实完全毋是。这法庭中间全部拢是诱导。我会记得德国也是对一个一个法学家，伊就讲司法就像绞肉机啊，吼，你一端进去之后就绞成碎肉出来，啊，真正是安尼。有一本册吼，大家若是有兴趣，当去看，叫《流浪法庭30年》啦。吼，3个老人，因就伫法庭哦拍官司30档哦，30档啊，后来敢若3个拢无罪吧，但是就伫法庭安尼上诉啊、再审啊、驳回啊，啊，互人冤枉30档的，伊的规个人生拢无啊，因真正是足成功的公司的人，就因为安尼，哦，最后虽然讲有还因一个清白啦，但是30档伊的精华拢耗费伫这个司法内底，所以这是真正足恐怖一件代志。希望大家人做伙来同齐关心这司法改革，对，真诶，参加咱司改会。迄个邱泰山换掉啊！邱泰山就像足侪人讨厌伊吼，我进前行有食过饭。哪怪？啊对，迄时阵伊阁袂歹啦。后来我是感觉伊司法改革嘛，无做啊足好啦。伊进前做过检察官嘛，吼，做过律师。我感觉伊即摆讲的话拢是较既得利益者本位主义啦，嘛无去改。但是我毋知讲是安怎蔡英文遮会容易的，敢有人知？因为伊伫内阁内底即个满意度是足低嘛，吼，足侪人感觉甲伊换掉。同班同学。狗狗很懂啊。不是，我说他们两个是同班，台大。是吗？是啊。哦。你今年是班对。OK， 讲，好，敢有其他问题？有吗？任何拢会使。这我感觉你问的问题真好。你有看几点的车无？会定的哦。对啊。在台中嘞。对啊，看几点的车？嘿啊，对，啊无就先安尼。而且1点钟5000嘛，所以。哦，歹势，因为伊嘛爱赶到你台中，所以就是先到家啦吼。好。啊，迄个陈律师的事务所伫台中火车头后壁附近，所以若有需要咱甲伊联络吼。好，感谢今日陈律师伫遮分享真侪真实际吼，一寡法律知识。啊，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个邀请你来讲别个主题，吼。啥物主题？嘿，再个甲你参详，吼。好，安尼无今日咱台语沙龙有先到遮，下套好，多来去分享吼。无简单啦，做甲迄影片是北京语以外，其他有人90几趴台语吼，感谢，嘿。